我去装个水，你们等我一下哦，马上回来。哒哒，我来了。哒哒哒哒。Hello， 大家，好久不见哦，真的是好久不见。虽然我昨天才开台啦，但是感觉好久没有，真的是属于我们私人的时间。哥们、兄弟们，你们都还好吗？孩子都大了吗？做阿公阿嬷了吗？兄弟们，好久不见，我的天哪！我觉得从9月开始的爆炸性的，我想一下，爆炸性的疲劳爆发嘛，然后感冒、锁喉、失声，到10月份各种台风没办法开台，然后到了11月演唱会，然后因为前置作业又有1-2个礼拜没办法开台，然后下个礼拜没有意外。下个礼拜没有意外的话，很像又是团扇的制作，完蛋了！我要被演算法丢掉了，哦耶！我要被演算法丢掉了，哦耶！你好，兄弟，你们都还好吗？兄弟，对，我在这里，兄弟们，你们戒断我也戒断啊！好啦，你们先帮我确定一下我的声音跟哪卡西的 BGM 啊，对了呢，卡西啦。好久不见！迪卡会员升级，免费吃冰旋风的，不是二嫂，你不要你卖搞嘛好少，我们没有冰旋风的回馈，冰旋风你们自己去跟二嫂领哈，你们自己去，你小心我把你的住处公开，我跟你讲，你们要冰旋风自己找二嫂领，本频道不提供任何的高阶会员冰旋风，好不好？哦，那一堆工作。才不会看着你在那边忙了，气了过来。对，他们不会管我，可能感冒，或者是要筹备高阶会员的回馈，或者是要筹备演唱会没有办法开台，他们才不会管我，他们还是这样子挤过来压在我身上。哦不啊！然后我就被演算法丢掉了，对，没有办法开台。你真的断断续续这样子开台，演算法真的是整个爆炸，爆炸性的就是被毁灭，我就又被边缘化了，你知道？我的开台时间就已经够边缘了，然后现在演算法被边缘化了。好啦，但我觉得兄弟，谢谢你们都在，这样就好了。我忙到都不晓得我姓朱了呢，我不姓朱啊，我姓什么我也不知道。对，我在哪？我是谁？对，但是我看到兄弟们很开心。阿崔拉塞啊，我先跟大家一一打招呼哈。对，我是那个是不是姓朱的朱迪卡，我不知道，好久不见，好久没有回归于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自己的时间了哈。伊拉塞没有冰旋风有对，本频道不提供冰旋风，但是什么晕旋风的什么之类的，你们自己去铁笼站较量一下好不好？你先可以打一点点，好，等我一下。林义君啊，我们打一点点，而且我又忙到胸闷了啦，哎呦，就我天真的以为11月份的演唱会过了之后，
我就悠闲的、清闲的可以把一些工作好好的结束掉。殊不知根本不是这回事，一点都没有清闲，反而更加的忙碌。因为我只不过是把之前在筹备演唱会那些东西全部叭压在11月而已啊，到底是在清闲个屁？没有清闲，没有。然后因为太久没开台，然后还被演算法丢掉啊，完蛋了！大家慢慢找回来了，这个就只能宽心的慢慢找回来。对了，不过其实我觉得每次在我没有办法开台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焦虑这些事情，时间的部分。对，不过我觉得很像也只能，我们就一样放宽心，我们找回初衷。对，我想要享受我的配信，因为果然啊，配信的时候是我最快乐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还不知不觉我们要迎来3周年了。有没有？今天10月20号，猪猪的3周年即将在1月7号，3周年啊！我天啊！一转眼就要开到3周年 ，Oh my god！ 好，但至于3周年有什么呢？是有东西的，可是呢，这里也跟大家稍微预告一下，你们钱总之存好。3周年的周边可能不会在3周年贩卖，人家讲这样很迂回。总之3周年的时间。我们当然会有唱歌啊，或者是一些庆祝的仪式的东西，毕竟我很喜欢仪式感嘛，对。但是如果正式贩卖我们3周年的萨趴的周边会，可能是在，好啦，你们那个表单先填起来嘛。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宣传，我不会说谎，我只知道说你们的那个表单先填起来啦。那个很神秘的线上活动的黑的表单嘛，我只能透露就是我们。大活动，接下来的大活动的那个3周年的那个表单，可以先填起来一下啦，好不好？好，这个至于是不是关系到了3周年，这我不好说，但是时间这么临近，你们可以自行猜想，好不好？知道了，知道了。然后我看一下啊，大波老师想得美，我想的真的是太美好了，大波老师没有错。就跟大波老师讲的，我想真的是太美好了。对，紧接着还有一连串没有办法好好休息爆肝的行程，好不好？报告老师陪我，大波老师，因为大波老师也在爆肝，我也在爆肝，好不好？对，我们急需休息时间，但根本没有，没有这种东西，没有这种东西。然后昨天的。我们画了非常非常神秘的高塔的部分，也请大家稍微期待一下，我们到底是有什么神秘的一些活动啦。然后这2天感觉 V 圈很像蛮多事情的，对，但是希望大家都好好的啦。对，就是我觉得不管是 V 鹏鹏还是各方面粉丝们啊什么之类的，对，因为不是当事者，我觉得可能也不方便说些什么，只是就是有些东西是我看不太懂，你知道我的时间就是这么的少，所以其实有些东西我其实也看不太懂，对，但是我只知道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啦，对。然后置顶一下表单连结，我置顶了，学姐，我置顶了哈。今年就是在最后把我的时候就好，他哇没有错，刚刚好，追杀你的其中一位，陪呀，绝对奉陪，好不好？我在音乐这条路上，怎么可以没有2倍老师？2倍的追杀也可以，好不好？绑定了，好不好？对，而且其实我是一个不怕被追杀的人，反正被追杀还蛮习惯了。对，因为毕竟之前在踏入币圈之前，每个月都在被编辑追杀。你不追杀我一下，我觉得浑身不自在，你知道吗？对，我就是一个抖 M 啦。好啦。然后下半年的活动就是除了我们即将迎来的就是3周年之外，对，那反正11月的一些可能关于吉米奖的联动也是很稀有的，可以在晚上出现，对，但是可能也是会提早离开，对，可能没有办法待得太久，但是很开心可以在晚上的时间跟很多优秀的有入围本届吉米奖的各个奖项的 B 一起玩，对，我想跟大家一起玩，请陪我一起玩，谢谢。对，2倍老师有2倍的追杀，那不要拼图，拜托不要拼图。而且我刚还在润饰那个算是访谈的稿件，然后这里要谢谢水灵宝贝帮我把访谈的文字
把它算是巨细靡遗的文字化了吧？对，因为总之录了一个影片，然后就叭叭叭讲了很多，但是那些可能必须文字化，也谢谢我的小帮手水莹帮我文字化。然后我刚在润饰一些可能觉得自己想要加入的一些语感啊，或者是说想加入的一些内容这样子。猪儿子，谢谢你，猪儿子，每次看到猪儿子就想到迅速的朱蒂卡，有这个面补我基本上就是无敌啊。这就是我的一辈子不放开。二嫂，你该睡觉了，二嫂。我们今天看毕业楼，好，你各位都看起来好不好？对，而且稍早没有做的话，我以为是我们作者本人过来，但是很像是雨生本人哈。我们稍早看到兔鼠，这个应该是乌星啦，好，应该是乌星淘啊来啊啦哈。我以为是我们这一次的会者老师，对。然后会者老师以及这一次的原作乌星，我都有放在资讯栏下方哈，资讯栏下方。而且会者的这位，我看这位，他就叫做兔子猪老师啊，这实在是非常迎合本频道啊。本频道在推广兔子猪老师的这个台主配信中，不晓得为什么非常非常适合本频道，就这么刚好就叫兔子猪老师。老师很厉害哦，人家从大阪的漫画学校毕业回来。虽然不是从加拿大回来，人家是从大阪的那种漫画专门职业学校毕业回来，非常的厉害，好不好？等下都到伊拉山，猪儿子你在溜什么溜？猪儿子，然后又是兔子又是猪的，对，又是兔子又是猪，好不好？对，非常符合本频道的宣传，对，而且很开心，就是有办法有这样子的一个合作啊，这样的一个合作形式也是猪猪一直希望可以进行的嘛，对，因为毕竟就是对于就是可能漫画的稿件，在猪猪在投入币圈之前也是非常有热忱的哈，毕竟也是一个腐女宅女，那么怎么可以错过这个台湾优质原创，然后感觉又有一些 BL 的元素，简直赚烂不是吗？简直赚烂，好不好？兔子猪老师是吃兔兔的那一方，还是被猪猪吃的那一方吗？无可奉告，谢谢，无可奉告。总之，老师他应该是休息时间，他不出现是正常的，对，应该是休息时间。开始写小说画漫画，好吧。然后，方才提到的原作无形哈，嘿，就是基本上老朋友啦，之前币圈台语挂的老朋友无形啊，对。乌香其实毕业之后，投入了我们的台湾优质原创漫画的行列之中，现在是台主配信中的这个非常优质的原作哈。希望未来还有更多 BL 的环节，可以让大家就是耳目一新，相辅相成，难上加难。老师你怎么消失了？是布鲁斯先生，你怎么来了？上次的首队会真承蒙您的照顾什么摩西不讲。初号机不讲，公主也不说，你就一句布鲁斯，你想混淆谁啊？对，我真的被混淆了，你成功了好吗？你成功了，布鲁斯先生，我真的没想到是你本人，你这边给我布鲁斯，气死我了！我下次真的不止秋后算账，下次不管是办在什么季节，老娘就给你双倍的尴尬时间，我要让你尴尬回来，知道吗？对，老朋友了，真的就是啊，真的是来。兔鼠没有意外的话，应该是乌星本人吼，乌星实力吼，我头都要动这兔鼠是老师啊，是那个什么兔子猪老师，一个应该是乌星本人啊，乌星哥来到咱的宾岛了，我们真的很谢谢雨生的邀请吼，乌星莫约在，我想一下，几个月前我就知道他投入台湾条漫的创作了，对，只是一直在帮他保守秘密这样。因为乌星也是非常快很准的说毕业就毕业，我那时候以为说我找不到他了，你怎么说走就走，我的朋友。而且因为乌星很担心再也见不到他，也是因为说我们这一次的卡甲这首歌，我们在台语的歌词的初稿润饰是麻烦乌星，我那时候真的很谢谢他，对，所以他之后就是突然毕业离开了。我很怕找不到他，很怕没有办法好好跟他说谢谢。然后直到就是台主配信中，就是算是顺利的创作，然后要上线以前，我收到了乌星的邀请信，然后人家的邀请信是非常制式的那种
就是感觉就是可能是面对 staff 啊，就说豚竹机频道您好什么之类的，我这里是什么台主配信中的什么绘制团队什么88888，讲的就是非常巨细靡遗，然后非常非常的就是邀请性的制式的那种，你们应该也知道这样。然后我看到这封信，我马上回信的那个内容。吴昕截出来也没关系，我就直接回说吴昕啊，可以，我可以帮你配信，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什么之类的。就人家的内容明明是非常制式、非常正式的邀请，然后给人家回说可以都可以，然后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吴昕啊，对，就这几行，对，非常具有人情味的朱蒂卡式的回复，对不对？吴昕现在不在？这里是兔子猪，好啦，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看到这封邀请信，我很开心。但是那个时候刚好就是我们在筹备那个演唱会的，算是要进入忙碌期的时候了，所以我就跟吴昕讲说啊，我可能这个配信必须要压在可能比较后面吧。原本是跟吴昕不知道压在哪里，我自己也忘记了。但是之后有太多事情，就是反正就是必须要一一的排列把它完成。然后台主配信中，我原本是压。好像是吴昕，我原本是压什么时候我忘记了，然后之后就觉得说不行，时间上感觉很担心没有办法好好阅读这部作品，然后万一又唐突配信又担心失礼，所以原本是跟吴昕压说可能是11月25号吧，就是下个礼拜的其中一天这样。对，但是之后我们讨论之后觉得不对，因为目前这部优质作品投票中，好不好？所以待会我想说。带大家看完我们第一话的时候，顺便带大家投票一下哦。那投票的话，需要就是登录我们这个无招啦，我们这个无招的平台，怎么讲？我还在问吴昕说这个平台该怎么说，一共就是无招好，就是无招好哦，无招啦。之前没有意外的话，没有记错的话，漫画星嘛，对，然后好像整合变成了无招好，我不知道。对，总之这个平台里面也有非常非常多优质的创作者以及优质的台湾原创作品，欢迎大家都可以追起来。对，然后总之原本想说下个礼拜再推，但是很担心说没有办法好好的就是怎么打帮吴昕拉个票之类的，所以才想说好，我们就快点在今天配信。对，可能是不专业讲评，或者是因为我对于历史事件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苦手。我的历史也是美术老师还是音乐老师教的，我真的很不太懂历史。我只知道我是因为吴昕认识了林爽文这位可能非常非常厉害的，算是天地会的领袖吧。我觉得说哇靠，好帅的一个历史人物，居然之前不知道历史怎么了，被淡掉了。也谢谢已经投票的你们。然后没救啦，没救哈。美少老师的历史应该不错，我是不知道啦，但是我从小就是我的能力点就不是在历史、地理啊、数学啊、英文啊都不在这里，我的能力点都是点在很奇怪的地方。对，护理师伊拉塞，对，历史老师就是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哭晕在厕所很多次了哈。对，可是即使是不专业的我，对，还是希望可以带大家认识一下，就是这个优质的作品，真的是非常的优质，好不好？好，然后趁现在呢，等我一下，我设定一下哈。让我起来哦。好啦，我先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就是打招呼的同时，就是大家应该有看到这个平台，这个博就业平台的这个非常飒爽的广告。推播轮播吧，对，这些都是非常优质的台湾创作者哈，真的都要给大家拍拍手，因为在台湾文创这条路真的都不容易啦。然后首先是大娃娃伊拉塞，长官伊拉塞，然后公孙乖乖伊拉塞，然后兔鼠我是伊拉塞。预告的影片不会可怕啦，咱台湾的 NC 上赞呢，你是咧点 NC 好讲呢。然后我看一下学长伊拉塞。然后浪薄荷伊拉塞 ，Norpi 伊拉塞，24号伊拉塞，然后看一下白特比格伊拉塞，然后看一下汉鼎伊拉塞，阿仁伊拉塞 ，Miss 梦伊拉塞，晴天伊拉塞，然后花艺梦游伊拉塞，然后维珍伊拉塞，
然后5500伊拉塞，24楼伊拉塞，24号，我们今天是阅读可能有点些微的BL创作漫画，对，这个24号如果觉得累的话，可以先醒睡觉，没有关系哈，赶去睡觉。然后我看一下还有谁，然后怀特比格、阿崔、叶叶、天津，谢谢加入第30个月的猪仔专业哦！天哪，30个月好专情，超级专情。然后2倍老师，你那想也是2倍老师，对，2倍老师的追杀基本上是非常温柔的，对，而且我这边其实好多东西想整理进去，我们就是整理的那一份资料里面，但是因为是卡东卡西，2倍老师当我，然后加上伊拉塞，然后水蜜桃罐头你好初见，你看起来很好吃，谢谢你的初见，谢谢。然后看一看啊，米拉伊拉塞，然后。看一下哦，伊木兰妈妈还想休息起来，我每天都在沃克，妈妈，你有吗？我每天都在沃克，相信我，我沃克到自己都是谁，自己姓朱都忘记了好吗？当然说神教伊拉塞，欢迎不管是初见还是刚来的朋友，如果说置顶连结的那个非常神秘的表单还没填，请帮我们填一下，对，那个就是关系到我们下一个非常大型的大活动，一些周边的一些意见调查表，欢迎大家麻烦了。长官啊，感谢你啊，感谢长官，就是在这个月的生日月成为了我们家的高阶会员，对啊。然后因为真的是很忙，我昨天才快点把长官的生日语音补给他。对，你们真的都是很贴心的熟男哎。我们后面的那个后台的那个数据真的不是假的哎，我现在那个65岁以上的长辈们已经16%了，你知道吗？16%，我真的觉得推广本土文化这一年真的非常非常的收获，我收获到了好多长辈，你知道吗？我就只差最后4%，等到最后20%成型了，我们快点来开一个长辈歌回，看能可以多老就多老，好不好？对，可以多老就多老。对，我觉得我 hold 不住，对我连教授歌回都 hold 不住了，完蛋了。好啦，但是我期待冲破20%的那一天，好不好？本土推广万岁啦，赞啦！2倍老师有2倍追杀，没有错，2倍什么都2倍，帅也2倍，好不好？那主要转给奖励哈，别这样，学长，我很乖的。然后我看一下还有谁，头桃有看到了哈。然后波鲁斯先生，波鲁斯先生，你的首度会的这个梗，你会被我抽到天荒地老哈，你真的会被我抽到天荒地老哈。我们是要到他的网站看吗？记得之前有漫画网站禁止放出画面吗？不行，拍谁？我们现在就这样子线上看你们的作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还是说如果不行的话，我就自己默默的看5500伊拉塞，然后开关先生吃瓜来吃瓜，然后好哦，谢谢乌星啦，然后金门人伊拉塞，嘿，没救啦，这个平台叫没救。然后你是唐僧紧箍咒那种一直念，老师我就怕你没念而已，你知道吗？我被催稿催到已经很习惯了，你一天不催稿回去怪怪的。感谢加入第26个月的我们汤包哥，金明干练，谢谢汤包哥，每个月都是纯赞助汤包哥哈，从今而后你就是纯赞助汤包哥了，好不好？谢谢汤包哥啦。然后举重护理师也谢谢你过来，工作辛苦了。红包先生伊拉塞昂包。发红包感觉快过年了，又要发红包了解压力大，好，压力山大。然后大哥竟然看BL了，大哥你给我留下来，大哥，大哥的犀利也给我捞了来，大哥。然后我看一下我看这里，我看长辈歌回准备好了吗？好，我期待我们65岁以上的长辈冲破了20%的那一刻，好不好？我真的觉得熟男大好大家因为都很熟很理性，所以对于这个频道真的是非常有力的支撑啊，真的是各种有力。同步观看，对，那不是最在线上吗？我看一下没有错觉还可以吃瓜很久啊！真的吗？不好意思，我刚追聊天室，原来有禁止一起看条漫吗？有吗？所以等一下，所以这位兔鼠到底是乌星还是兔子朱老师？等一下，到底是哪一位真身是哪一位呢？怎么办？我可以直接这样子在线上跟大家一起看吗？好，有人忘记你是女生了吗？对不起，真的忘了。你多提醒我几次。这只猪
不是猪脑，是金鱼脑了，你知道吗？连猪都不如，知道吗？红包为什么红包？哎呦，忘记了，太忙了啦，忘记了。哦，是有荧光棒去装一下好了吗？好，麻烦装一下，谢谢红包小姐。我只知道看过往日镜子，然后就一直没有看到那句，那现在不是巫仙，应该没有吧？真的是兔子猪啊！真的是兔子猪老师，我以为是悟性啊！好，真的是老师，我们从大阪的我们漫画职业学校留学回来的兔子猪老师的本尊啊！我刚一直搞不清楚到底是悟性还是兔子猪老师。好，老师，那我们经过老师的授权，我们真的可以在这里大拉拉的直接让大家阅读老师的作品吗？いかがでしょう？いいんですか？然后，对，终于看到了。我们好忙呢，我们真的是太忙碌了，忙到没有时间开台，然后脑子也不灵光了。我先喝口水。这么优质的作品，我怎么可以放过跟大家一起阅读的机会呢？对，但是基本上应该是可以一起阅读的吧？我昨天有跟吴昕稍微问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好，可以看的，现在是比赛投票时间就耶，谢谢。我开在这个时间就是想说要帮吴昕还有老师拉个票吼。哎呀，希望可以拉个票。总之呢，台湾文创的大家都辛苦了。然后有机会啊，就是因为我从今年3月开始有开启那个台湾文创系列访谈，所以之后也会计划就是把兔子猪老师还有悟性直接邀请过来，算是稍微请他们分享一下创作这个台主配信中的这个作品的心路历程之类的哈。对，只是因为下半年的9月、10月、11月太多活动了，我才不敢就是还不敢邀请其他就是文创圈的朋友，但是文创圈的朋友还有非常多优秀的姐妹兄弟，对，就是可以一一再邀请过来。没有意外的话，可能12月再次开启，或者是明年1月再开启。对，因为时间上实在是有太多要快点完成的工作卡在这边。对，但是我很开心，在11月的现在的今天，我们可以稍微感受一下、感染一下我们台湾文创的优质魅力啊，优质魅力。来。总之呢，待会阅读完第一话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个投票的部分，可以麻烦大家可以先登录这个会员哦，好不好？登录会员进行投票。阿妹还没有会员的话，欢迎大家会员办起来。对，因为这个台湾文创的这个平台一定要支持起来的啦。对啊，不好意思，对，不小心看到那个好，没事，好，我们现在先台主配信中。这个主播老是喜欢去看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而且来，我打台主怎么没有？这样，已经是让那个黑色再变成黄色了吗？谢谢你们的投票。好，要到小说吗？应该没有吧？应该是。我打台主打不出 hand， 配信啊！按那个黄色大广告吗？什么？哪里有黄色大广告？原创漫画季，黄色大广告。哦，你说原创漫画季吗？我看一下。原创漫画季，我看一下。开吹中。怎么你们比我还会使用这个平台啊？等一下，刚刚跳到我眼前，等下啊！什么？那我等他一下好了。那等一下。等一下，什么？これでしょ。好，好，原创条漫组，好，我们要上去的是，然后嘞，
稿作品，对，投稿作品，好，投稿作品，好，然后我们在这里就可以找得到台主配信中了哈。好，来了，好，感谢老师专业讲评格，感谢我们家面线们引领我进入第一话。带大家一起看条漫了，我们从第一话开始吧。行きましょう。好，这样子的一个视野应该是 OK 哈。我原本想说要不要再大一点，但是我总觉得这样子反而刚刚好。好，来咯。其实我故意先不看我只有看前面的几格分镜而已，我基本上还没有看过全部，所以今天是跟大家初见一起看哈。好，可乐加爆米花一起，然后配上那中西的这音乐，好棒呢！台湾文创赞呐，台湾中西赞呐。昨天被昨天的配信影响，因为是咖啡。我们今天来到了条漫哈。好，总之谢谢让猪猪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阅读这个优质条漫台主配信中，我们开始咯。英雄老师，这个水墨画你画了多少时间？要雕这个水墨画，要雕这个水墨画的这个笔刷要选对，你知道光是水墨笔刷有千百种，你们知道吗？雅琛一拉下一不是初见哦。来，老师，你是用那个 CSP 完稿，还是用 Photoshop 完稿？还行吗？好猛，超猛的好不好？我光是这个分镜，我可以跟你讲749天，没有光是这个水墨画的钻研这样子。CSP 嘛，果然呐，漫画家的大家都热爱 CSP。好，而且 CSP 真的真心好用，真的很好用。好，老师啊，这个尾巴的渲染啊，我可以跟你聊3天3夜。但是可能观众会觉得我很拖台前哦。而且老师啊，你这个鞋子哦，人家 sense 就好我喜欢这双鞋。这个爽文的 sense 人家就好哦，这个鞋子没败哦。我只能说，我都在看，可能就是一般读者会不太会 care 的东西，但是对我而言那个很重要。你知道精雕细琢这个鞋子的形状多难吗？那一旦那个 sin 跟 cos 画错，那就是不一样的一双鞋子了，你知道吗？是不是？突出画面的鞋子，要穿皮鞋，而且这个叫做那个叫不是一般的皮鞋，那个叫什么鞋？牛津鞋之类的吧？对啊，那个牛津鞋。而且我跟你讲，这个叫做分镜的表现，它那个不是突出画面，好不好？你看那个分镜，那个鞋子突出去，我们还得用那个笔刷把它刷一层，好漂亮的这个渲染层，有没有？谁知道伊拉塞，英雄在关键时刻出现。没错，喜欢在奇怪地方发功，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喜欢，就是开台跟大家一起阅读漫画。对，因为作者会精雕细琢的地方，可能有些观众他们看1秒就过去了，可是就是我很喜欢去观察一些老师精雕细琢在哪里这样子。对，好，在关键时似乎是每个老套的故事。好，这个开场酷哦！把嘉欣给我，一起来唱歌老师这个鬼怪应该也是水墨笔刷最振奋人心的开头。哇，这类问讲的皮皮错，要加薪，就像你自己的习惯是看房间格局什么的，的确加薪。好，所以乘客这位就是嘉欣本人，伊本人叫做嘉欣哈。可惜的是，气霸。所以这个鬼魂叫做气霸的意思吗？而且你有没有看到嘉欣他手上拿着是我们台湾寺庙的护身符，有没有？对，这个一看就是非常本土的护身符，我自己家里也蛮多个的，我都会固定把这个护身符再拿去寺庙，回去再过香跪揉几嘞。喜欢墨的表现吗？老师的墨水表现赞呢。我不是你所期待的英雄。哇靠，这个开场很赞呢。哇，只是一个顺天而行的华林周公。华林周公，等一下，
老师这个分镜真的有，而且这个林州攻下来之后，把这个鬼怪整个踩下去，逆贼之手就是爽文飒爽登场哇靠，真的是爽文飒爽登场，还把这个鬼怪踩了一脚。我觉得条漫就是好，因为我们以前所接触到的页漫居多嘛，不是左翻页就右翻页。我觉得这个就是条漫仅有的破例分镜吗？毕竟是上下，所以变成说以前啊，左翻页右翻页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怎么讲跨页的那些非常大的场景，以前就是跨页嘛，左页右页连在一起。然后条漫的跨页对我而言就是像这种式的，有没有？就是可以把整身画出来，也是非常飒爽的。我觉得我称之为这就是条漫跨页啦，对。但是每个编辑或者是每个作者，怎么讲，可能称这个名称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喜欢说这是条漫式的跨页之类的，这样这分镜超酷的，好不好？条漫感觉不一样了，而且其实条漫，因为毕竟就是你会不晓得说你再滑下去的下一个会是什么，所以对我而言，条漫有时候它在恐怖漫画的分镜，其实我觉得比页漫还要讨厌，因为很可怕，你不晓得你滑下去会看到什么。但是页漫有时候你只是翻页之后，你会看到第一格，那个就会被吓一跳吧。但我觉得条漫其实你在每滑一格都会被吓到的那种，你知道吗？对啊，而且我好喜欢他这个第一回的这个部分。老师，这个第一回的这一些，除了文字之外啦，除了这个文字之外，后面的这个云朵也是你自己亲自绘画的吧？感觉应该是老师自己亲自用水墨笔刷去绘画的。对啊，会有全图恐怖画面。王孝华可以想象动画怎么运镜，对，没有错。你看原作瓜地马拉，等一下，不是地瓜喇嘛，等一下，为什么乌星会变地瓜喇嘛？绘师就是我们兔子猪老师，就在我们线上的兔子猪老师，谢谢你今天过来。但是为什么原作起乌星为什么会变成地瓜喇嘛？这是什么情形？等一下，我以为是瓜地马拉，对不起，我以为是瓜地马拉，不好意思，我阅读障碍很严重，我阅读障碍很严重，我承认，好，没有啦，我这看字阅读障碍很严重，特别是我今天忘记我姓朱了，好不好？我已经忙到忘记我自己姓朱，好不好？好，精华玉笛，谢谢，可以都剪，都给你们剪，对我现在已经忙到神志不清了，被演算法丢掉的朱蒂卡，好吗？好啦，等一下，吴星，你不要赶稿了，你出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叫地瓜喇嘛？这这样瞎讲评。对，但是我们鉴赏一下，就是兔子猪老师他在第一回的后面的这个云朵，以及这个被我误念成瓜地喇嘛，好瓜地什么好，我不管的这个后面的这些云朵也真的是非常别具心思哦，真的要推一下。不如是先生剪精华，你们剪没关系。瓜友和我说过这样子吗？所以为什么他要用地瓜喇嘛？我再问一下吴星鹤啊，来，我们继续哦。事发前1分钟，高速公路上林口，其实条漫你们会发现，其实老师啊，真的很想把老师抓来访谈一下，你们这是周更还是双周更啊？老师有没有请助手？老师你的肝还在吗？因为你条漫你必须先累积一定的稿量才有办法上不然因为条漫基本上读者不等人的，不是周更就是双周更，没办法跟你等到月更除非有跟编辑再另外谈但通常周更的流量是会比较好的，对，因为会叫瓜地喇嘛，果然是因为这样子吗？感觉有人不是啦，波西米亚老师，我真的没有，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念错，我就是阅读障碍。他的取的效果成功了，对，他成功了，好不好？成功了，国道2号，所以长官你看得出来这是国道2号南下是不是？你居然看得出来？好哦，在桃园国际机场然后附近交流道下的车祸居然这么严重。哇，塞爆所以呢，你想表达什么？爱里的调式
等一下，所以嘉欣他是那个体质是不是？嘉欣他是那个有一些灵异体质是不是？季小姐这下可能会赶不上飞机，要怎么办呢？还是说可能不是那个体质，但是这个鬼已经就是锁定上他了这样子。怎么办？这个问题也不难解决，紧握抓。不去留学，找不到工作，我就不会有钱。等一下，这个抓得这么大力哦，衬衫是吗？总之我怕缺钱，因此你每个月汇100万给我就没事喽。哇！等一下，这位司机是他的亲友是吗？哦，对，我哥未来还要上学，也拜托你。所以这位司机是他的谁呀？别这样弄司机。对，小姐，这不能怪我吧？刚刚你也看到了，救护车这么多，还有人被抬出来，我总不可能跟他们抢路啊。小姐，卡哇伊。艾里的车艾里的痛车，所以这个鬼魂很喜欢这个艾里这个角色。早在那边牵拖，今天早上明明你也迟到。不过好哦，不过这个很有趣，因为在塞车的部分上面，应该是车速也没有办法太快了哈。今早明明你也迟到，哥就是多此一举，有贪小便宜才会请那个扑龙公司机。好，所以这个司机先生是嘉欣哥哥的亲友吗？我自己搭车搞不好都到了。意外的鬼很可爱，所以鬼是 ACG 仔仔之类的吗？鬼是 ACG 仔仔之类的。说到这个，要不是早收了钱，经过事故现场的车程，我猜我看得到那个你们做公庙的应该懂好，所以这位司机先生也看得到这个鬼魂。小姐别动方向盘，你这样太过分了，再怎么着急也不能干扰驾驶。你有没有发现那个驾驶上面，人家原本后照镜上面挂的会是可能托底公杯啊，或者是一些关圣帝君的神明或财神爷之类的嘛，或者是保平安的护身符。这个驾驶上面挂的是这个动漫角色我之前在后六手怎么伸到你面前，是不是想敲诈我？好，说的也是。等等，司机先生，艾里嘉欣是艾里的会师好，那也就是说，以我们现在以 VTuber 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艾里是会师妈妈，然后嘉欣是会师妈妈，艾里是 VTuber 或者是某一个角色，对吧？应该是这样子解读。然后喜欢好，这个鬼魂非常喜欢艾里，对，不要乱讲，别跟我说你也看得到。跟我龚先生搞不好是他的名字好哦。你看什么？我从来只听歌，可是他为什么知道我的名字？喜欢。来，嘉欣带着艾里，就像是特别来找我一样。等一下干等一下，我胆子很小兔子猪老师，你这样子犯规作弊，我才刚讲完。靠！不要这样，这个不是毕业楼吗？夜神伊拉塞，讨厌，这个就是条漫讨厌的地方，你知道吗？我好想不想我不想滑下去。等一下，我是一个超级胆小的人等一下，干！等一下先这样过去。等一下，我们用学术研究的方式去看它好了。例如，
算了，我原本想研究笔刷的，我不要研究笔刷，我不要了，我不要了。等一下，我有被吓到不要啦，因为我平常真的不看恐怖故事、恐怖漫画的，怎么有这种东西啦？老师太过分了，他的眼睛好看，那也帮他擦面霜，所以我其实看漫画很容易被吓到啦。我就连小时候看审美我都受不了了，审美超可怕的好不好？这个 BL 真的好看，我也是看有声书都是是的牛妈，蓝色的身体掉，红色的背景与光，这种对比不和谐，很不安。好，谢谢雾零零，好，撑过去就是这。老师，你犯规，你没有跟我讲说有这个分镜啊！我刚才在讲说，我很怕看条漫的恐怖漫画，你就这样给我出来，你的技巧就给我用出来了，可以不要这样吗？还有大小眼睛被你看到一点点了，我刚才帮我配音好不好？好，完蛋了，要车祸了他刚刚叫了我，还有艾里。幽灵怎么会认识皮丘？我也想问为什么就连这个幽灵可以这么窄，长得这么可怕，还这么窄？好，别哭，嘉欣不要哭。是不说过你20岁出关必有一劫，此劫路过必有贵人相助。太里未食殿平安符其实我自己也很喜欢这种非常本土的护身符这个画出来就是绝对就是在台湾很本土的东西我今天早上才在想说，我最近又忙到胸闷了，很好，老师你又让我胸闷起来了，你很好，你 GJ， 你 GJ， 所以这个新护身符你带出国吧。我不要带啦，如果在日本被发现好糗，我会被大家以为在下降头然后被抓，开玩笑，还是要带着台湾的护身符很棒的我们家乡的护身符带着孩子好不好？有声慢这个背景这个寺庙 OK。 听你讲气霸这么多年也没看到鬼影啊。气霸，不然你叫他本人来跟我说，所以气霸到底是这个是嘉欣他哥吗？ Nice body， 这没卖好，我刚被吓到了这个份，被哥哥治愈了。这个应该嘉欣赢阿兄嘿 Nice body 没卖个吊嘎和我介意。但是这个金发呢，这个在本本里面应该是好没事。这个在本本里面可能会是瘦老师。日本会这样想吗？我觉得应该不会日本基本上他们好应该是嘉欣本身就是一个青春年华的少女会这样子想，但我相信日本人不会这么想。老师你来我刚看到好可怕的东西，说你有点看台，谁知道下聊天室？不行，米娅老师你不要再讲了，不要这样子。我今天只是想说分享一下台湾优质漫画怎么会变得这么的怪力乱神，还是我看你是不懂但鬼影看到鬼影就来不及了。是的，雅晨小笑好，老师你知道我要说什么？通常金发不就是一定就是要被压在下面的那一个吗？没办法，这个腐女本身看到金发就一定会先入为主，觉得好没关系，我们先不管背面的寺庙超赞的背面的寺庙然后不准没大没小，别乱说话，看得到好兄弟可不是好事情。我也这么觉得哥。所以嘉欣的哥哥在整理东西吗？你在宽庭力哥才没有资格讲这种话。司公都叫你不要半夜去殡仪馆，你还不是去了？好，所以他们是在宫庙长大的兄妹，是这样的一个设定，所以基本上兄妹都看得到之类的是吗？你也觉得？老师你也认真的是吗？
很可怕的东西。上厕所，有人上厕所没上到洞里吗？哦，这个是另外一个层面的可怕，老师。好，开始有腐的味道出来了。谁管你啊？他说气霸到底是谁？好，所以嘉欣从小听到大，但是不晓得气霸到底是谁，是这样子吗？小龙狗属性，等一下，为什么长官你会知道？行程伊拉塞，我不是上班，那我们是要喝西北风吗？而且气霸说我可以去，我就有资格。讲了这么久的气霸，会不会讲的就是爽文啊？气霸，我在猜啦。行了，你就算不信也该尊重点吧。气霸，听说你要出国，特别更新了护身符的城市，就连护身符都可以更新城市吗？哇靠！哇靠！就连护身符、神明或者是祖先什么的都可以更新城市了，是吗？听见你这么说，他绝对会哭的。哦，太科技了吧，超级科技！哎，那可以入围那个金币奖那个行销创新奖哈。与时俱进呢。扎心感到迷惘时，一定要跟气霸说。终于懂了，气霸就是指神明的干爹吗？气霸，对不起啦，我知道错了，你要哦，所以这个嘉欣的是 T.K. 吼，这个嘉欣不晓得说，呵，拄到啊，被好啊，嘉欣你今晚拄到，你就知啊吼，一定要平平安安的衣锦还乡。天兵天将，等一下，这个好像。这个是配信的 loading 画面吧 ？loading 中，冤亲债主登录中，哎，这好酷哦！为您寻找附近的天兵。K 北啊 ，K 北哦，是这个意思吗？原来是这样子，我不晓得说，原来是 K 北意思哟。护身符拿回就更。不是妙老师，没错，接上了。所以我常常会把一些我的护身符拿回去跪香，所以也是更新病毒的意思，哎，好酷哦！神明还认嘉欣干女儿的意思，国际科技。哦，我的天哪，这是一套类似外送那个吗？大家理解，太厉害了！我们兔子猪老师非常倍感欣慰，原来是 K 北，原来是 K 北意思啦！我头都想讲气霸到底是啥会，原来是 K 北意思哈。来，我们要开始喽！天兵天将 loading 中，冤亲债主登录中，为你寻找附近的天兵。好，我感觉 K 北啊要登场了。等一下，这个 K 北也是 nice body 呢。等一下，这个 K 北感觉也是 nice body 哦。等一下哦，他要登场喽，他从天而降，好酷哦！哎呦，黑喜。OK， 所以这个 K 北讲的是台语啦吼，那是卡，车就车，你讲啥卡？你讲的应该是车哟，所以这个 K 北也是非常 international 吼，伊讲台语，不过时不时也讲英语啦，是这个意思啦吼。Nice body， 而且还有情景，对啊，而且我觉得他是从天而降，有这个感觉。他说的应该是讲英语，哦，应该是讲台语，不过是不是也讲英语？应该是安呢。哦，好。等下，我哦，盖这个，盖这卡，哦，我觉得这个很可爱哎。也就是说，这位爽文这个 K 北，伊讲的是台语无唔对，伊想要讲盖坐车，不过伊调讲盖坐卡，哦，应该是安呢，台湾英文，就感觉就是有点那个台式日文一样啊，迄电话得吹一个有无？刚下你的 member gift， 有这种感觉有没有？非常的 international， 这个 K 北啊，是哦。K， 哇！为什么还有一个？等一下，我快要刹不住了。然后继续拉赛，你看
安，这不是我们以前好朋友的陶给？哦，郑勋，你说的这个平台是你以前好朋友的陶给的意思吗？欢迎大家今天过来，我们今天在阅读优质台漫吼。哦，快刹不住了！等一下，但是没事啦，因为我觉得以这个塞车的这个车流来讲，它车速没办法太快。对，就是以我这个基本上已经开车多年的老司机来讲，应该是刹得住啦，这个车速应该是没有太快啦，应该啦。哦，这些 K 贝帅哦！等一下，一脚踢飞哎，而且这个鬼魂还在哭哎，好可怜哦！大姐伊拉塞，好危险的超车！大姐伊拉塞，我们今天来阅读优质的台漫吼，是指乌星呢？啊，是，乌星一直嘛的非常非常厉害的在创作这类条漫，所以这个条漫的原作者的是乌星本人哈，砰，好一脚踢飞，哦，好嘉欣 hold 住嘉欣，然后午安哦，这是鬼魂吗？张雨生不是此语生非彼语生，别这样，一个是音乐系的，另外一个是现在是那个文创产业系的哈。然后你到底是谁？所以这个鬼魂讲的不知道是台语还是国语。你到底是啥了？为什么爱走动我啊？我只是想要低台而已啊。那个艾迪好可爱啊，这样并没有要阻挡你耶。如果你挡在路上，这样很危险，知道吗？哦，所以又切换回国语了吗？我以为爽文登场基本上就是台语讲话，所以又切换成国语了。好，拜麦安内亚啦。虽然你看起来也没有下次哦，等一下，为什么？等一下，为什么马上被车撞？等一下，等等，可是 K 北本身也是会被车撞的设定吗 ？K 北本身他也是会被车撞是吗？哦，他也被打太惨了吧？阿贵，嘿，我也这么觉得。阿贵，先暂时这样，等等补档，好，没问题哦。我跟你这样中间，拜托一个塞车爱看咯呢。等一下，阿姆的都哦，阿姆的还好，我还挺细呀，这样子。等一下，这个哭爸要讲台语，实在是真的是不好听呢。靠北啊，弄丢人啊啦！等一下，为什么是嘉欣？哦，嘉欣，等一下，嘉欣，你又为什么去给人家乱开车啦？平常应该都是国语吧？除非用看起来很台语的语句，好，看一下哦。董调来呀，刚刚还在后座的嘉欣，为何在前面开车呢？劳动就是狗屎，也就是说，哎呦，我不想努力了，这样子。啊，你站住啊！因为驾驶跑了。等一下，还有什么东西？蛋嘞！感觉这个王是要2度进化了，是吗？然后护身符，他的一生断掉了，感觉完蛋了。我不喜欢自己出现在这则贴文中，也在高速公路上跳车。好卡纳熊这样你要当，怎么头突然觉得好重哈？是安怎我声音变得像你要僵？为什么我的声音变得好尖？啊，也就是说，等一下，这 K 北跑到嘉欣的身上了吗？等一下，我看一下。也就是说，爽文被嘉欣撞了一下，撞完之后跑到嘉欣的身体里面，是这样子吗？我那熊变刚刚那是虎星有啦，哇，附身合体耶！那个季嘉欣，我家不是季嘉欣啊！啊，等一下，哦，好。这个女人是谁？这个大叔是谁？等一下，
可能撞过去的时候两个人重叠了哦，也是有可能啊。好兄弟饶了我吧，我很穷，命很苦，肉身不值钱的。我有个哥哥还在等我赚钱，送他回去读书，我不能死啦。等一下，开车撞我时，你怎么就不怕死啊？等一下，所以在公路上停车，不会开车还硬开，我看你就是活腻了才招女鬼吧。此地不宜久留，总之先跑。啊，所以警察来了，前方驾驶请停下。我们收到民众的行车记录器，得知您违法行车。不，这么有效率是哪一个分局的？我也想知道。警车是因为刚才的骚动被人检举吗？这个剧情我脑袋还在新报。我再重复一次，请立即停车，立即停止危险驾驶。所以这个是女警吗？还是不要挑战法治单位的底线。刚刚那个女鬼实在太危险了，我们现在必须离开这个地方。等一下，所以像嘉欣的部分还是在被附身的状况下吗？蛋呢？不是，所以等一下哦，所以总之，爽文现在附身在嘉欣的身上，然后是嘉欣在开车，但是他是以这个图片的方式呈现，让我们知道其实是两个一起在开车的意思吗？哦，应该是安呢。好，身体还在使用中。总之，拍水弟的形态在救阿吉嘞，我带你去找那个逃跑的胖子要钱之后就还给你。嘉欣的魂在后座哦，原来是这样子。你处的跟我阿兄在蛋里丢，还有哥哥在等他。真是的，这是哪来的好兄弟？但是你的方向错了。等一下，我要去的是机场，你干嘛下交流道？完全开错了好吗？我要先去国外赚钱，那胖子不是重点。对，兄弟，那你要你要先讲啊，我哪知呀都啊？你讲啥北七哦？北滚！等一下，会打啦！等一下，直接骂人呢！笨蛋，天兵，讨厌鬼！等一下！好，总之呢，这个场景基本上就是收掉了哈，转场了。刚车上是胖胖的，罚单会开在他头上，没错，车子是那只胖胖的，罚单基本上是那个胖子要去缴哦。民众安全优先，这我当然清楚。好欢乐，好，我们转场的时候，猪猪先喝口水哦。我们喝口水，等我一下。又是胖胖受伤的世界。好哦，总之混乱的转场完了，我们紧接着是警察局的场景哦。那个胖胖好可怜哦，他帮忙付罚款，谁叫他要跑掉？但是长官，我老婆什么？怎么样？会不会留底案？哇，哥哥很担心，而且哥哥你是在洗碗吗？哥哥在洗碗洗到一半跑出来吗？以后还能不能出国？老婆请喝水。雅晨，我谢谢你哦。长官人来了，那没事。什么？你是自家新的哥哥？喂食店，那还不意外。我们这里可是常受你们宫庙的年轻人不小气，也就是说，这个喂食店基本上很多加酒的意思吗？原来是长官告白。等一下，对啊，它上面那个，我滑上去一下哈。但是长官，我老婆，等一下，什么？好，吵架了，砰！你这什么意思？我们喂食店才不是你说那种地方，不是那种地方。那你要如何解释你妹干的好事？
哦，好，总之爽文看到了很多钱钱。好哦，无照驾驶算小事，连闯18个红灯，差点擦撞32台车，我是觉得蛮厉害的。连闯18个红灯，我以为在高速公路上，结果原来已经下，对，他们之后有下交流道，然后差点擦撞32台，这个还蛮厉害的。要不是我们拦得及时，他还想逆向行驶回高速公路，这个罚单吃不完了，我天哪！你现在凭什么对我大小声，不觉得丢脸吗？佳妹给各位带来诸多的不便，哇，他非常的忍气吞声，实在是非常的抱歉。大理味食店，敬请订阅。My to B 频道是 YouTube 频道，然后他们这里放了一个小彩蛋 ，My to B 频道有订阅5订阅5波比哈，5订阅5波比哦，不是 YouTube 频道哦，是 My to B 频道哦。然后做兄长的懂事点，少让你妹教庙里的狐朋狗友，非常刚好的之路，没错。知道大伙都不容易，但宫庙这种地方还是少接近好。好饿，刚刚上班没吃饱，老师还没吃饱吗？要不要先去吃点东西？赶紧走，现在够人玩。谢谢，对不起，哥。哥哥生气了哦，这个巴掌真的要扇下去。我懂啊，哥哥，你到底在搞什么鬼？以为自己出国很伟大就会玩别人的命吗？哥哥生病了。有，哥哥真的生气了，不是生病啊，是生气了。等一下，不行，等一下，你们像是一人分饰2角吗？你们像是跟那个嘉欣的状况一样吗？一下是爽文，一下是嘉欣，到底是多几类啦？我手工上班，我想说老师不就是努力固定赶稿吗？不行，你们像是一人分饰2角，是不是？不行啊，我这边来看你的作品啊，来。好，哥哥生气了。妹妹被打，然后蒙掉了。搞不好他们公用账号。骂他，就是被酒驾的。等一下，我以为哥哥要骂人，然后就开始就他妈的怎样，结果不是，他们只是要讲说他们的妈妈。对，只是我想说哥哥因为爱妹心切生气了，所以才可能有一些国骂的语助词，想说他妈的你怎样，但不是他想讲的是他们家的妈妈她就是被酒驾的混蛋才，你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情？季嘉欣，我真的对你失望透顶。好，哥哥不要哭，哥你哭的样子更像是小受了。对不起，我讲出来了，哥哥，你哭的样子更像是小受。哥哥，你不要哭，哥哥。然后好，然后手机就来了，是月月，欢迎月月的降落，月月欢迎你的降落，结果又歪漏了。对，我以为哥哥要骂了，说他妈的你这是怎样，就不是他要讲他们家的妈妈。月月伊拉塞，我欢迎月月的降落，吧唧，欢迎。哦不，你家兄弟好可怜哦。王生伊拉塞，Howard 伊拉塞，少龙伊拉塞，画面一度悲伤，结果对不起，我的阅读障碍真的是非常的，我是气氛组的，不好意思。小天伊拉塞，谢谢汉伟的降落。然后马克先生，谢谢你的降落，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一起来滴这个优质台湾文创条漫台主配信中哦。然后月半猫伊拉塞，然后新修伊拉塞，然后欢迎降落，谢谢你们伊拉塞。我们刚刚就是结束了一个大场面，对，然后兄妹现在在吵架，然后哥哥很帅，但是因为我是重度腐女，所以哥哥他被我贴上了金毛兽的标签，但是他很帅，他很爱他的妹妹。然后现在这个场景，现在这个阶段是手机响起来了，
画得很好，但是题材也很棒啊。本来就在这边。好，马克先生我知道哦。然后手机响起了，接下来会有什么事情呢？嘿，我佳宇，所以嘉欣的哥哥叫做佳宇。好，你们等我一下，我调整一下。你写中啥啦？这个会当安尼雄雄离开哦啊，所以他们要这届哟，这届会当安尼雄雄离开哟，是的啦。熊哥哦，熊，熊的台语怎么讲去了？熊兄吗？无啦，我想请大家食茶啦。哦，我先请大家食茶啦。哦，所以现在在祭改当中，然后因为就是接到了妹妹的讯息，然后哥哥不得不快点离开这样子。今天是普遍级的吗？想起来之前甚至级的曝光哦，当然是普遍级的，只是我刚刚看到了一个很可怕的东西。这个我之前就是在看这部作品，我还在跟大家分享说，我其实很不敢看条漫的恐怖故事，结果马上就出现了，我真的很胆小。对，是普遍级的啦。好，所以熊哥哥，就连我们嘉欣哥哥也都会害怕的熊哥哥，到底是多么的熊呢？讲了就有，是现在普遍级。好，对，现在普遍级。是的啦，熊兄，我先请大家吃茶啦。好，哥哥好委屈哦。好，嘉欣不要哭，乖。看来还懂羞耻，不算太坏。现在还有投票，大家去博揪帮我们投10票，让我们领1万啊！欢迎大家！我们今天呢，就是带来了这个非常优质的台湾本土原创条漫之外呢，目前这个作品在投票中，如果不嫌弃的话，大家这个博揪的平台，我常跟你们无心说，这个平台我到底要怎么念它？然后无心的讲，你就给他念无揪就好啊。我说好，我就念无揪，好，都无揪哦。就欢迎大家可以登录这个会员，或者是注册成为会员之后，我们第一话阅读结束之后，待会我也会带大家看到最后可以投票的一个部分哦，带大家投票一下哦，欢迎大家就是投票投起来哦。那我们原创作者就有机会把1万块领回家哦，变成他们的创作基金啊哦。电竞罪人熊哥哥这样子。是的，普遍限制级，只是时不时我会带入我一些腐女的思维进去了。只是男女与男女之间纯友谊没有错，他猫哥。祭改，等一下，改是这改吗？是安内吗？这改投票只是要按赞就有了吗？那就你来点赞。好，总之呢，警察叔叔看到了，就是嘉欣哥哥。等一下，我再复习一下嘉欣哥哥佳宇哈，嘉欣跟佳宇感觉在忏悔了。学长没事了，你还是赶快下班吧。你的妈妈包别忘了带哦。妈妈包，所以这个妈妈包是这位警察北北的吗？对啊，お疲れ様。没事，这小事，那我知道了。等等，我会骑车送妹妹去车站。毕竟他哥应该是不会再管他了啊！等一下，为什么？这盖啊，这盖吗？谢谢，老宅男仓大叔，这盖是不是？这盖打人提告伤害，好，不要哭啊！不会再管他了。等一下，喂，妹妹，你有安怎不啦？我觉得这个 K 北，你安慰人家的方式还蛮直男的哦，你有安怎啦？那个啊不，咱先离开家好直男哦，就跟说多喝热水、多喝温水一样啊。好，我们下回待续哈。目前就是我们第一话，目前上线连载中，我们可以期待一下第二话。看来也是直男朋友。来，我带大家，我们在最下方可以按一个2691的这个，目前票数应该是2691，按下去。好，
猪猪按下去之后变2692了。好，这个就是非常简单的投票。然后我们也可以带大家看一下留言的部分哦。好，你们等猪猪一下哦。留言的部分我带大家看一下，然后我顺便移动一下。铃铛之类哈，我把这个视窗往右边移一些些。这不最干啦，干啦，感觉就是很直啊！我也这么觉得。可以抢按，可以按很多次，真的假的？那可能只懂物理打鬼也是啦。什么风把你吹来了？然后是遇见啊！你好，初见安安，这位是我可以叫你海蝶吗？这感觉是牛妈的兄弟吗？牛妈，你兄弟是吗？谢谢海蝶过来，我们今天在阅读台湾原创条漫吼，可以投10票吗？哎，你们票可以炸起来了，票可以投起来了吼，投10票哎，直接是10个赞，哇靠！你们是这个是 bug 吗？大 bug， 居然可以投这么多票！我当场示范什么是 bug 投票法哎，不是，不要动不动就兄弟吗？不是兄弟吗？你们都叫得这么亲密了，对不对？哦，水灵宝贝出现了。好，我带大家看一下留言的部分。如果你们喜欢这一部作品，或者是不管是阅读其他的作品都好啦，你们可以在留言区留下你们的心得或者是勉励的话。创作者们其实他们都会很开心，其实他们都会去看哦。不管是原作还是绘师们，他们其实都会去看你们的每一字每一句，他们其实都会细细品味，真的好不好？不是 bug 嘛？上面说可以长按，是不是？好哦，谢谢你们。这题材蛮有趣的。然后我说的像是在混的一样，没有啦，牛妈哪有？你哪有混？你是我们最优质的美编，好不好？优质美编，设定蛮严谨的，应该是故意的吧？官方很懂啊，原来是这样子吗？好哦，なるほど。来，好，等一下，但你这个模式，就是你本人吼，这是应该是阮家的模式吼，是阮家的布鲁斯真丝吗？哦，就是你吼，阮家的布鲁斯真丝，应该就是你对。来。我们布鲁斯神西宫，期待下一集。编辑搜寻兔鼠啊，好 OK， 谢谢莫斯的期待已经准备好了，不知道这里贴链接会不会违反规定？但搜寻兔鼠可以哦。还有做动画吗？好的，这个就是我们兔子猪老师本人，好不好？然后至于这个瓜地马拉，至于这个瓜地马拉嘛。吴先生，你是安怎要变什么韩吉喇嘛啦？韩吉喇嘛是啥话啦？韩吉是最好食的，你是安怎要变成什么韩吉喇嘛啦？够水的，还有动画，然后辛苦了，好。而且老师真有一则一则的过去回复哎，有吗？庙口的你哪里的？嘿，韩吉。直播上是管理员吗？辛苦你们了，好哦，期待敲完 ，OK， 好好看哦。然后右边今天试了一下，还是没办法回复，想跟大家好好说话哈。好棒的作品，期待后续的发展 ，OK。然后自带声音的漫画吗？好哦，然后超赞，神奇的发现原来可以长按吗？哦，真的，大家也都有发现呢。对，老师非常认真的一字一句的阅读，没办法翻留言一直打错字，本系统好会回复各位。感谢大家喜欢，然后当初看兔兔的草稿就很有声音了，完整画面出来有种立体环绕的感觉，好喜欢哥哥哇！我觉得哥哥人气应该算是会直逼爽文之类的，我在想，是缺德的3哥伊拉夏，又 man 又疼妹妹又会哭的哥哥吗？对，又会哭又疼妹妹，然后又感觉会是非常人气的金发兽。好，对不起，对不起，我把腐女的心声讲出来了。所以讲伊拉塞，马奔伊拉塞，然后
台味满满的作品好赞。但为什么车的台应该是雕钢的啦？我手工就贼卡，呢。敲完更新，期待下一集。好 ，OK。然后，陈老师兔兔不是就这么刚好，老师就叫做兔子猪，就这么刚好吼，老师就这叫兔子猪吼。好的，然后基本上第一话上线的时间，我看一下，第一话上线的时间会是看一下哦。我想看一下第一话上线的时间。老师跟吴心凌这是周更还是双周更呢？因为如果说周更跟双周更，应该都会有一定的累积稿量哈，才有办法看一下。好，总之回到了目前这个投票的，看一下原创条漫组好，投票时间基本上人气票选时间是11月1号到11月30号，那欢迎大家上去都可以，帮台主配信中多多的支持一下哈，多多支持一下。真的是缘分，真的没有错。目前暂定是月更啊，辛苦了。OK， 需要注册需要登录吗？然后我没有吃兔兔，你们误会我了，没有吃兔兔啊。好，总之呢，欢迎大家这个票投起来哈，对。然后让老师们把1万块领回去，可以成为他们的创作基金之类的。看一下，我不会吃兔兔哦，在那边。好的 ，OK， 那我们期待下个月再次更新。老师，那你们确定就是每个月更新的时间有固定的时间点吗？因为搞不好刚刚就是有一些读者，所以阅读完之后很期待第2回，可以蹲点一下，就固定在那个时间蹲点一下这样。对啊，期待下一话之后，不晓得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式进行。我只知道爽文让我嗅到了就是满满直男的属性吗？有萨根桑伊拉塞，你从日本回来了吗？我盖丽娜萨伊马塞，我盖丽娜萨伊马塞，怎么会吃兔兔啦？没有吃兔兔吼，没有任何一只兔兔受到伤害，好吗？好，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阅读第一话。台语版还有台语版的哦，台语版15更新，华语版29更新，可以关注。但呢，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台语版的吗？但起码看到这是台语版本的版本的吗？猪猪讲评，一个很直，一个很瘦，没有错。我们截取我们今天的就是精华讲评，就是一个很直，一个很瘦啊！我的天哪！礼拜天早上回来的吗？我该丽那赛伊麦赛好不好玩？而且会不会很冷？这个是华语版的。好，我可以看一下台语版本吗？我可以顺便看一下台语版本的吗？有台语版本的吗？可以的话贴给猪猪一下哦，我希望可以看一下。还是请巫仙可以贴在 DC， 我再去现在看能不能把它点开，带大家看一下。好赞哦，谢谢老师，但小心被点。然后这里小心被吃，我没有吃过任何的兔兔，你们都误会我了哦。好，你放一下 DC 吗？好，我们看一下台语版本的，应该是入字的部分吧。我们看一下哈。看一下哦。什么？猪吃兔画面好难想，对嘛？我就是被冤枉的那个，好不好？好，我们等一下，吴昕这边发那个台语版的讯息过来。Super 拉塞，我们今天带大家看一下台湾优质原创漫画哈。对，其实这样的一个配信，基本上也是我在踏入 B 圈，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实现的吗？对啊，所以就怎么讲？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有默默的在思考，希望可以去做，然后很开心，就是这些缘分都有机会找上来。对啊，就是有时候都觉得说，像我自己除了配信的时间之外，基本上因为很忙碌嘛，所以也很少有时间低台。
或者是跟一些可能 B 鹏鹏或者是创作的朋友更深入的一些交谈之类的。对，但是因为就不知不觉累积了这条路上累积了很多很好的缘分，然后大家也都很愿意，就是说互相可能就是互惠啊，或者是互相交流分享，然后现在就是很开心可以带大家阅读着这么优质的台湾条漫、台湾原创。对，这些也是我一直以来在这个频道很想要推广的东西之一，这样子。市长辈蛮多看不懂台湾政治的，的确是这样子呢。就像我妈我们家人基本上台语都是非常程度非常好的，但是要他们去阅读台湾政治，他们会生气，他们是真的会生气的那种。虽然自己安排上有不少问题，但还蛮开心的。回来前还不冷，不过我听有朋友说现在已经变有了10度以下。好 ，OK， 旅途愉快真的是太好了，真是太优质了，真的是。好，我们看一下热心这边有没有贴过来，还是看一下啊？谢谢，这个应该就是兔子猪老师本人。我看一下哦，台主配信中，我们前往一下台语版本的。真的是台语版本的，等等，我整合一下哦。真的是台语版本的。所以台语版的是在 Webtoon 对，台语版的是在 Webtoon 对不对？然后国语版的在无就本来是安呢。哦，所以当初你们是有讲好，一个在 Webtoon， 一个在无就是安呢吗？啊，艾莉酱伊拉塞，谢谢你的酱咯，我们欢迎艾莉酱。我刚刚稍早有过去跟艾莉酱打招呼，那时候艾莉酱正在训斥一个坏观众，就是反正就是扮成其他 B 鹏鹏的账号，然后想要讨那个什么扳手，然后被艾莉酱训斥了一番，这样。欢迎你们的酱咯，发昏，然后3杯，然后这位是欢迎酱咯，波波先生伊拉塞。然后谢谢你们的降落，感谢哇分页合并，感谢学姐。然后马油华呀，谢谢你们。然后贝拉古伊拉塞，我鸡鸣干裂，你把草字头去掉。然后居然是那个坏观众，对，刚好那时候就是坏观众就是被 ban 掉，然后艾莉讲真吧就对他训话，然后我刚好就那时候出现，辛苦了啦，就这些坏观众真的欠教训。彩彩好坏哦，不要乱造谣。我们彩彩虽然很坏，但是他不会去做这种事情哦，应该是啦。对，这精明干练好吗？我精明干练好不好？哪一天我出现在各个朋友的频道，应该是很好被认出来。我精明干练刷出来，大家都知道是我，好吗？不对，这不能告诉坏朋友，万一他学走怎么办？阿恰伊拉塞，欢迎大家，谢谢你们的降落，艾莉酱，你开台也辛苦了。我们今天是带大家来阅读一下我们这个优质台漫，好不好？我们这个是优质台漫，就是真的非常建议大家要好好的读个，好不好？然后第一话阅读完之后，还有投票的一个状况，投票的一个环节，欢迎大家就投起来，让我们这次的算是兔子猪老师以及乌星这个组合，可以把1万块带回家，变成他们接下来的创作基金。彩彩要是这么做的话，线下不止被塞芋头。我会塞到他没有办法低台，坏小孩，我没有吃兔兔好吗？然后是牛排先生伊拉塞，欢迎牛排先生，欢迎。我们今天就是带大家来阅读非常棒的优质台湾原创条漫作品有没有可能大家都会喊就出青龙概念？那这样子就来订购机啊！对啊，模仿我的人看他会怎么回应，跟我本人怎么回应，你们如果分得出来的话，就是真专情了，你知道吗？而且是烧得很粗糙的芋头，没有错，弄到它坨破血流成河这样子。牛排先生吗？牛排好吃，这种造谣彩彩还是不太好的我们还顶多造谣朱浩基超漂亮。对，我相信彩彩不会做这种事情。我们家的面线虽然说非常的非常的很优质，很爱欺负我，但是他们不会去做这种事情的，我相信，好不好？可以做正敌看没有吃兔，我就没有吃哦。好啦，我们回到原本台语版本跟我们国语版本的这个环节的部分来。所以不晓得乌生跟
兔子猪老师刚刚有滴Webtoon 这边基本上是台语版本的，然后 Mojo 这边是国语版本的，这个应该是有先讲好。总之呢，我们现在跳到了这个 Webtoon 的部分。英雄，等你哦，拢伫咧关键的时阵出现。哇，时刻的台语不知道怎么念。刚那是一种古的等你套头没哪凉特桃，古的特桃吗？北风伊拉斯还确认猪猪。吉米干练，吃嘟嘟，好先声夺人吗？然后我觉得很激烈的反应，我精明概念，这就是我的真身了吗？蛋奶底下是下面开关先生，有种唱 KTV 唱台语歌的版本，对啊。嘎嘎兴高好啊，咱做伙来唱歌，蛋奶，咱做伙来唱歌，师兄。蛋奶，我觉得我的台语到了极限了，师兄。振奋怎么讲？振奋人心的起歌，又唔过真无彩。我唔是你咧期待的英雄吗？哇，刚刚是一个。哇，顺天而行，这个也很难念呢。顺天而行，被他娘，等一下，哦，我妈进来纠正了，顺天而行吗？好难哦！当台语上老师啊，等一下，这真的是太难了。这个要阅读完这一篇，我觉得要把那个教育部的那个网页全部打开，小红书吐露。对啊，因为我觉得我也不敢乱念。嘿，逆贼，请问又要怎么念？逆贼，天哪，这个很考验台语功力，我天哪！然后是的，大家安安，代志发生，静静1分钟。夭寿哦，交流的脚的车，这车祸竟然遐严重，所以咧，你这嘛是爱讲啥？我的天哪，这边看得到好多台文政治哦。第小姐，这啥可能是？等下，这啥可能会赶袂赴航班呢？安尼要安怎？这个问题若是袂当解决，就唔去留下，就窜啊！我不会台语，等一下好难哦。就出新企划，用台漫学台语，这实在是太难了。等一下。好，雅晨慢慢来，注意安全哦。好，就是不管是在路上开车的，还是目前开会上班的，大家加油！我也加油。逆贼叫做欧尼讲，并没有。吹波康鬼台语吗？等你，这太过困难了啦。阮阿兄以后若要去读册，嘛爱拜托你。伤大啦啦！小姐，这袂当怪我吼。哦，小姐，等下，小姐这袂当怪我吼。那你嘛有看到啊？救护车遐，看你啊！没办法啊！我的台语到极限了。我觉得我像阅读台文政治也必须要再看懂一些。
我伫遮看他明明囡仔在，早起你嘛知道诶，遐就是。等下，我的台湾政治需要加强了。在下面这块下面，普隆贡的司机普隆贡，原来他的政治是不让供啦。那么是指那得修啊，这种死鬼人的路，我行拢袂行呢。等下。韩多鲁 ，OK， 直接讲韩多鲁，你卖，那你卖蒙韩多鲁啦，你安呢？收超啊，你安呢收超贵啊？等下，个安那嘛袂当，交了加速啊，好，我坐伫咧后壁，就爱安怎？是啊，等下，啊！坐伫我后壁，手爱安怎？先过去头前，你是？等下，这个政治歌是啥回啊？对，突然唐突出现韩多鲁吼。啊，嘛是有影，小等的司机啊。边啊，你边迄是啥？唔通黑白讲，你是嘛看会着到啦？我等下，这实在是太难阅读了。等一下，我等下听阿兄，我刚刚有听阿兄讲过，又毋过伊是安怎知影我的名？来，嘉兴。我又要看一次，我可以不要再看一次啊！这一定陪我一定要陪你，好不好？我不要再看一次，救命！啊！谢谢大家，我们又很顺利的配音过去了。你都要叫我叫啊！我爱你。幽灵的台语幽灵，那你哦。幽灵怎么讲？幽灵那是塞比出的啊。两段精华。迄边有讲过，你20出会是一定有一个节吼，主角若是过，会有贵人的相助。这新的护身符要怎么讲？完蛋了！这个新的护身符是安尼吗？你得早出国，我这不爱的，然后日本人看到，见笑你刚知就怕被幽灵是安尼吗？幽灵。应该是这样吧，幽灵模型啊，我好人叫是咧放虎啊，好难哦。那你讲客呗，这几年嘛无看到鬼啊，也就是说这客呗从小听到大，但是可能就是没有看过本人嘛。我你叫伊本人来跟我讲嘛。我北龙宫的家幽灵啊，对，幽灵呐！我怎么忘记了呢？讲到了黑白郎君北龙宫的，有啦，我想起来呀，幽灵呐，幽灵被枪啊！阿英师以拿赛，我知道台语阅读障碍，但是我努力阅读。嘿，这哥哥真正 nice body 呢，这个哥哥啊，您看，这个哥哥 nice body 呢，真好呢。这个哥哥 nice body， 有无？要不啥物？我白讲看到鬼不是好代志，终究要靠霹雳，没有错。遐才是上无资格讲遮的啦。人西讲叫你半暝唔通去，哇！殡仪馆免怎讲，你嘛照去啊！啥人插你啦？
隔壁到底是啥人啦？我若无去上班，我是爱食啥？啊，食什么？食一糊糊什么？好，这个我可能再问一下。你家隔壁讲我会当去，我都有资格。哦，对呀，我觉得缺德的三哥说的对，就是我一下子就是看那个台文政治，不晓得该怎么去解读它，该怎么念这样子。殡仪馆吗？啊，谢谢大叔，殡仪馆吼。好啊，就送你，无咧，无咧想放较尊重的，能听你爱出个特别。啊，什么啊？对，什么对，什么胡啊，什么？我哪熊看无？哦，看你安尼讲，伊绝对会比起来偷偷考哦。当时呢，啊，当时呢，一定爱啊客别讲，那你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萧跟吴在台语政治，他萧吴，他在那边乱量。好，客别系列啦，我唔知影诶，请你一定要给我保庇。然后大家一口灰，保庇我出国平安，公营倒转来。哦，好哦。啊，这个就又出现了楼顶画面，天兵天将楼顶中，等呢。哦，等你吹。等一下，这个云端啊，政治是这样子，但台语怎么讲？等你吹吗？附近的天兵，好，我们爽文哥哥，我们 Nice Body 的哥哥，杠了。哎呦，这个是卡，又来了，掐的掐嘞，调高没公卡。然后，好的 ，Nice Body 的给这个鬼魂一脚哦。哦，盖嘴卡哦，好盖嘴卡哦啊，嘿，是安怎搞一个？就当失去控制啊！哦，迄行道路失去控制啊！嘿，过来卡，我又踢了一脚，砰！哎，弟弟瑞德，谢谢加入22个月神州经理。我现在在努力的阅读这个台文政治，努力把它念出来哦。谢谢我们专情的经理人弟弟瑞德，我们本频道最崇高、最尊绝不凡、最贵的600块经理人出现了。米娅伊来塞，米娅我今嘛在咧看嘿，台湾的上优质的台湾条漫啊，它这个是台文政治版的哈，手刹车的台文，好哦，有卡。来给我卡哦，没败哦！哎，最贵的600块经理人出现了，来刷落来。你到底是啥人？是安怎爱把我做动？哦，因为你生甲真正就恐怖的嘛，安尼啦。我原本无想要动你呢，是你家己早伫咧路边本地的就回响啊，袂当怪人知唔？后盖嘛安尼啦，虽然你看起来嘛无后盖啊，哦，然后爽文就被车撞了，等一下，拜托的赛车爱看路呢，真的，啊唔对，我搞这我已经死呀！等一下，我这句话又要讲第2次，等一下，这个实在是太国骂太国粹了，好悲哦，弄到人啊啦！懂点来啊！头拄啊，等下头拄啊，搁伫后壁的啊，头拄啊，搁伫咧后壁的易家兄，那会即马伫咧开车咧？那游泳的日本话啦，ロードはクソだ，ロードはクソだ。急に日本語になっちゃって、それは何なんでしょう？それは何なんでしょう？
他拄仔咧讲伊的时阵，就无即句话你形容伫咧日语是，那形容变到日语啦。好，这个是应该是台文版本的彩蛋吧？罗多啊，可说的。好好。所以劳动就是狗屎的台语要怎么讲？劳动就是高赛还是安娜？对啊，要用日语是安娜。可能用这些日文诠释比较好。好，劳动就是狗屎。OK， 他不想努力了。这句话原本就是日文梗，也是啦。啊，你给我收蛋呢？因为这个，等下，啊，这个安娜塔。这个台文我熊不知道怎么去读它，因为司机的惊气啊，多说的，好，现在是附身合体咯，而且这个护身符嘛，登起啊，不啊，等下，对啊，还有后篇不是吗？然后这个是协办单位是文化部哈。等一下，啊！Webtoon 的等一下台文版本，好 ，OK， 台文版本是拆成2话，等你哦，头那熊这样当，是安怎？我声音变甲遐尼僵，哇！我那熊变甲安尼啊，是复兴哦，迄个记家兄。台湾版有分前后，对呢，我这是记家兄，好，嘉兴应该是家兄吧。好，总之2个附身合体了。你这个查某是啥人诶？大叔，你大叔哦，大叔变怎讲？这个阿舅吗？是？大叔的台语变怎讲？阿伯，你到底是啥物人？这个阿舅，你到底是啥物人？兄弟，你帮我算啦，我等一下命贱又怎样？善家命，等一下命贱的台语要怎么讲？命贱吗？等你，这实在是太难听了。我命贱跟善家，肉身无啥物价值。搁有一个阿兄在等我趁钱，等伊转去读册，我袂当死啦。我知道，西家搞我弄，等你，西家搞我弄你就唔惊。我知影，西家搞我弄你就唔惊死哦。好，再生气了。即嘛，我听伫咧路中，像袂晓输。北向塞，北向塞跟内塞，你不会开，还要硬要开。这摆听点路中北向塞跟内塞，我看你就是我活腻了是吗？我要安怎再也不接触啦？等一下。你要回跳，那先来酸，好，先来酸，先走。等一下活腻了是哇，等一下活腻的腻要怎么讲？哇腻啊！同音台雨伞，我了算，我了啊！等呢，算了，我们先跳下面的。头前的驾驶车停车，阮他拄仔收到民众的检举记录，知影你违法行为，然后警察车检举，那是他拄仔迄个，再讲一解，车随好难念，车随讲。什么停落来停止为回向的驾驶，而且我一直很在意这位警察大人，你应该是查甫还是查甫的？等下，好难的，唔通挑战
等一下，不要挑战法制单位的底线，汤挑。但呢，这实在是太难了。哦，结果是女生吗？原来是女生的女警大人是吗？好，谢谢兔子朱老师。呀嘿，哦，实在是啊，拄只迄个鬼，迄个鬼是伤危险，我就想讲一定爱先离开家。歹势啦，妹妹，你身体虚。等你，你不是身体虚，你身体，搁借我一个，咱先去哦，咱先去带迄，把你放伫咧路中诶大口袋讨钱，迄家钱讨转来吼。东哥有阿兄，哦，恁兜哥有阿兄，你等你对。好，想到了哥哥了，实在是多谢你的好心呢。不过你方向完全唔对呢。我是爱去机场的，你的交流道到底是要创啥？我今仔日爱出国，啥人啥物？啥人咧啥？啥物啊？你，等一下，等你，A 靠嘛？哑巴怎么讲？无爱心恭喜你啥意思？啊，好难哦！累积鬼哥皮塔啦，等一下，天兵科雅贵啊 ，A 搞对了 ，A 搞啦，对。然后接下来，我当然嘛，知影民众的安全较重要啦。但是老哥，阮无啥物安怎啦？是会留暗地无？是会留暗地无？以后刚哥会当出国啦。哦，哥哥他非常激动的跑过来哦。你就是季家兄的阿兄，卫士店卫应该是他卫士店的念法应该是卫士店吧？卫士店不怪哦。阮家哦是定定受恁公庙内底。竹鸡仔，等一下，竹鸡仔是那种怎么讲？那种人家说配塔拉的那种另外一个讲法嘛？下面竹鸡仔这个要怎么讲？不是豚竹鸡啦，哈，好困难哦。等一下，我们快阅读完了。你啥意思啊？怎么问？我是刚刚不是你讲的那种所在啊？哦，就是哦，我看你，等你也太难了。无照啊，无照驾驶，无照驾，就遵守连。等一下，连闯18个红灯，蛋嘞，这个实在是太难念了啊！迪给啊，我哪没听过？蛋嘞，好哥哥，你这嘛是对哇？怎样啊？温修没引起什么？啊，什么困扰？蛋嘞。实在非常的系列，然后这个买主币又出现了，买主币，然后，摸摸犬吗？啊，摸摸犬伊拉塞，欢迎你的降落！我现在很努力在阅读台文版本的台主配信中。等一下哦，雷索啊，雷索，对，谢谢雷公的降落，然后 SAL 假面欢迎降落，木木犬谢谢你的降落，神威谢谢你的降落，然后沙比谢谢你的降落，千里严博谢谢降落，感谢零动力谢谢降落，这位是 Hydra 吗 ？Hydra 是这个意思吗 ？Hydra 谢谢你的降落，谢谢木木犬带着他的伙伴降落。我们现在在跟大家推广台湾优质的条漫吼，满满的本土文创感。然后罗姐的梦魇伊拉塞，欢迎你们的降落，谢谢哦，真的很感谢大家，很开心今天迎来了很多 V 蹦蹦的降落。然后对于推广就是我们台湾条漫，基本上好有动力哦，谢谢你们都降落过来看台湾条漫。然后不嫌弃的话，
我们下方资讯栏有就是我们这次的兔子猪老师的一些算是他的经历吗？还有我们这次的原创，但是原作的乌星原作的乌星，基本上他就是之前我的台语好伙伴毕业的那位乌星，他熊熊毕业，然后来去当我们这个台湾条漫的原创作者了，真是非常的厉害哦。看起来很台，没有错，谢谢默默犬，我看到你真开心，谢谢你。然后不神次的话，我们在上方资讯栏也有，就是可以阅读本作品的连结，点下去。我们第一话按下去之后呢，下方有投票的地方，欢迎大家投票，可以投起来，好不好？我们这个优质台漫真的需要大家的支持。然后这个投票呢，基本上如果是最高票的话，没有意外的话，真的可以让我们的兔子猪老师以及我们的乌仙把1万块的这个算是原创奖金带回去，让他们可以持续创作出更多优质的台漫，这样子好不好？谢谢木木犬，感谢，你假大呗。来，我们来设个管理员，以表我们的感谢哈。基本上最近有很多那种观众假扮主播的什么要扳手之乱啊，对，但是我们相信此木木犬绝对是真木木犬。罗杰又来了，他准备要去吃饭吗？他可以先投票吗？啊，谢谢木木犬，感谢你们不生气。那目前这个台主配信中有国语版本跟台语版本的部分。Sabina 伊拉夏，欢迎你的降落。然后目前我们刚刚已经在我们的 Mojo 平台已经带大家看过国语版本的，现在我们在 Webtoon 的平台连载的是台语版本的。我努力的带大家练一下这个台文正字的部分，我努力把它翻译出来、配音出来，这样子好不好？冒用他人这样做只有一个人吗？对，就是那个人。然后不知道会不会被冒用啦，但是基本上现在目前 V 鹏鹏要给扳手都会比较小心翼翼，但是我们相信这位默默犬绝对是真的默默犬，没有错，那是有可能。然后就是也谢谢今天特别降落下来，让我们一起就是我们滴这个优质台漫的算是支持我们这个优质台漫的各位 V 朋友们。然后现在我们看的这个是台文版本，我努力把它念出来，希望不会让你们中风，我努力好不好？然后好，你们又看到这个大理卫十店了，原本是 YouTube 频道变 My To B 频道哈，有订阅有保庇啦，好，有订阅有保庇 ，OK。安尼唔才是做阿兄的，安尼，安尼唔才是做阿兄的，你是要讲啥？总之嘉欣被关进去了吼，无好恁阿妹高无好，等下，好难念哦，高标像一瓜396哦，吼3教9流，然后等下大家拢辛苦，然后老实道歉就对了。不过公庙这款所在，卖嗲嗲起较好啦。好啦，警察大人这样子讲也是苦口婆心。我今早实在是够人玩哦，都想到罗拉哦，这个罗拉我也常常讲，他的台文政治是劳力哦。你看好人傻的哦，安呢哥哥生气了。阿兄你生气啊！你到底是咧乌啥回啦？哇，哥哥真的生气了。哥哥，就是家己出国，等下哦，就是家己出国，什么伟大就算别人的名声就是家己出国就伟大的算别人的名声，应该是安呢。然后好，哥哥生气了哦，一巴掌过去了。这里在刚刚啦，国语的版本，我一度以为哥哥他是要骂脏话，说妈的还怎样，结果他们是在讲妈妈的时候，酒驾的台语是酒驾吗？酒驾的人弄驾你当做这种变小呆呀，
等下，你家兄我实在对你有影死亡。哥哥真的是爱之深责之切，哥哥他哭到在发抖哎。我实在是对你有影死亡。好哦，通常如果说通常台语录制的话，我自己会录制说我实在是对你就死亡哎吼。不过这里有影死亡，真正死亡，好像也是可以这样讲吼。然后好，这时候台语不是台语，这时候电话来了。嘿，哥哥叫做佳宇，你是在冲啥啦？刚刚观众有跟我讲说这盖会当安尼呢，雄雄离开哦。好，被念了。谢谢啦，雄兄，熊哥哥，谢谢啦，雄兄，我先请大家吃茶啦。好，快点道歉哦。好，小天快去工作，拜拜。我们快看完了，话来都知影更久吼，马上没拜啦。好，还知道说要反省了吼。无代志啦，你赶紧下班。你迄包家私爱会记得爱找。你那个包包要记得要带，你那里真正辛苦啊。不会啦，小可代志，安呢？我知啦，小等我骑车送妹妹去车头哦，去车站。毕竟因阿兄应该是袂搁再管伊啊。哥哥不会再管他了。喂，妹妹啊，你有安怎？你讲有安怎？你有安怎无啦？那个好直男系的红女孩方式出现了，很直男。无，但是你回家好不？好直男哦！其实刚刚你们有发现，其实我在念国语版本的时候啊，已经有穿插一些台语了吼。对。但是呢，如果你们对于自己的台湾政治非常的有自信，请务必一定要挑战 Webtoon 版本的满满的台文。就算我现在很爱唱台语歌，很爱讲台语，我也被这个台湾政治弄到我完全不晓得该怎么翻译，实在是太强大了，我的天哪！台文语助词很多，对，我还在那思考说这句话的语助我应该是要怎么去表达比较好。对，而且我没想到有台湾政治版本的，所以刚刚才请就是兔子猪老师稍微再把台湾政治版本的给我一下。好开心哦，好开心可以带大家念这2个版本哦。然后我看一下哦，我看一下吼。好，紧接着，没事，我刚看到了一封那个工作讯息。对，没关系，超级不懂台语，你说什么你就听，我就听什么吗？谢谢默默犬啦，谢谢。要不是先看过国语版本，也是对，还好有先看过国语版本的，不然我一下子真的是会反应不出来耶，我的天哪！对，也谢谢这次无心的邀请，带我们来看了这个这么优质的台湾原创漫画哈。那目前呢，在Mojo 这个平台或者是 Webtoon 都有很多非常优质的台湾原创漫画在上面，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多看看。如果你喜欢某一个老师的作品，或者是你阅读完某一话什么之类的，都欢迎你们可以在下方留下你们的心得或者是留下爱心什么的，老师其实都会很开心，因为老师其实赶稿之余基本上都会常常去看一下有没有新的留言，然后他们就是会参考，甚至对他们而言是很治愈的因为赶稿真的是非常的辛苦。谢谢大家一起阅读和支持，真的可以那么久。对，最重要的是，就像我们在线上的兔子猪老师说的，我们在Mojo平台目前有非常重要的这个投票的环节来带大家看一下。我们把第一话拉到最下面，有一个长按支持创作者的部分，因为猪猪已经按过了啦，但是你可以长按，它一次可以投10票好不好？这个就算是平台非常贴心巧妙的设计，欢迎大家投起来，一次投10票，非常爽快，好不好？老师你们超棒的，真的我觉得可以坚持在台湾文创或者是原创这部分真的是很不容易。然后对，然后也很开心说这次有接到了无心的邀请，可以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么优质的台湾原创，真的。然后虽然说目前感觉我们
爽文先生还蛮直男的，然后这个哥哥呢性情中人，虽然说不小心就是觉得哥哥你好瘦，可是哥哥真情流露啊，我觉得哥哥的人气应该也是会非常非常的高哦。谢谢大家，我们继续赶稿嘛。好，老师 OK 的，继续赶稿吧。然后如果有下一回猪猪有空的话，也会再继续去追漫，好不好？也谢谢大家，然后也谢谢今天就是降落下来的 B 朋朋们，猪猪可以稍微再跟大家聊一下哈。那目前呢，除了要推广这个非常优质的台主配信中的这个算是原创漫画之外，它目前是刚上线第一回啦，然后投票中欢迎大家投起来之外呢，你们有没有看到你们的置顶连结有一个非常非常神秘的表单连结，欢迎大家可以点下去。点下去做什么呢？猪猪要做一个明年度的线下活动的表单，算是意见调查之类的。目前是卖关子当中啦，但是是不是攸关到猪猪明年的大活动3周年呢？这个只能语带保留，只能说就是呢，反正钱准备好，让我知道你们对线下摊位买报有兴趣，还是线上平台买报有兴趣，这样就好了。主要是看一下大家有没有购买意愿，对，然后想在哪里购买这样子。对，大格连结怎么感觉这么神秘吗？的确是非常非常的神秘。然后现在只能继续卖关子，不然朱蒂卡会被消失。绝对会是被消失的那一只猪，可能你们就看不到我3周年了。朱蒂卡3周年完完全全消失。老师辛苦了，别忘了偶尔起来伸展走一走。对，而且久坐真的很辛苦啦，就像我们其实配信的主播们也是，可以起来走一走、动一动都好。对，所以猪猪其实配信以外的时间基本上都是会起来活动的状况。对。线下活动有雪哥女装吗？这个我不好说，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何乐而不为呢？是吗？烧球，我们趁烧球不在的时候，好好的迫害他，等到他出现就装死，好恐怖！雅晨小女装啊，我相信非常绅士的雅晨女装起来，大概跟他娃的等级相辅相成，差不多美丽动人、艳丽的是吗？好期待！对，懂得懂懂。好，我知道你们习惯看破不说破。我知道，对，基本上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活动，你们或许略知一二了，但看破不说破。对，我真的谢谢你们。等一下，我要找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分镜。对，我喜欢这只老虎，这老虎感觉老师下了很多苦心哈。对，把这个留在这里。什么飞雪女装的？好牛妈！不愧是最爱戴自家女儿的牛妈，这我怎么烧回来啊？别这么说，雅晨，毕竟我们清秀派的面线总有一天要女装的，何不择日不如撞日呢？是不是？长相还没办法，这也可以想到自己都穿，自己都穿太长了吗？哦，好，长裙没办法。等一下，你是在偷瞅他脚不够长是这样子吗？你一定是在偷瞅他脚不够长。是这样子吗，大袜？烧球，你被偷测了，烧球！你看那个坏坏的大袜，他嫌你脚不够长啊！剧本怪怪的吗？哪会啊，我们的剧本非常优质啊！哎，谢谢木木犬，虽然刚来什么都不懂，但期待3周年啊！谢谢你，谢谢啦，谢谢。就是今天除了要就是算是推广大家我们这个优质的台漫台主配信中之外呢，最近我在做一个非常神秘的意见调查，然后这个意见调查有没有关系到3周年？我觉得好像也不太能讲，但是大家基本上就看破不说破。然后也谢谢木木犬的300块啊，ありがとう，super chat，ありがとう呢。这是第一话的第一章，这个老虎真的超级帅，我也这么觉得。然后，哎呀，什么都没有，那猪猪，我哪有坏？我只是说你是偷走哦，是不是？而且啊，也谢谢木木犬有提醒了猪猪，就是除了就是谢谢你的 super chat 彩绘的聊天室，然后期待3周年之外呢，目前呢，我们猪猪这里呢，大家给大家看一下哦。我先把这个视窗，关掉之后有没有看到？我们目前
跟厂商有联名合作的猪猪精明干练外套现正火热预购中哦，好不好？来，我们这个精明干练外套，基本上这个字样啊，来自于非常精明干练的牛妈之手，这牛妈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哈。所以这个精明干练外套，基本上如果之前有购买过猪猪，但是生日套组周边的朋友应该不陌生。有没有跟 75C 刚刚好这么像？没错，因为出自于同一个作者之手吼。所以前 75C 后精明干练，显示你们专情的时刻到了。欢迎大家这个月如果真的喜欢的话，预定起来，希望真的可以看到具现化的精明干练外套，好不好？那基本上因为刚好是在秋冬这个季节，如果不嫌弃的话，欢迎帮家中长辈也添购一件精明干练外套吧。不是精明干练，是精明干练，知道吗？知道吗？截图纯正。对，暴走族有点像暴走族，但你不觉得超帅气的吗？是不是？超级帅气的，而且我很喜欢白色的版本哎。这个基本上这个黑跟白，然后还有它的样式跟设计的，该怎么讲？它这个款式其实我跟厂商讨论了大概2次还3次才定案吧。一开始其实是走比较可爱的风格，我原本是想走比较可爱的风格，但是呢，牛妈的精明干练字样一出，哦，这个不得了！我觉得这件外套绝对不能太可爱，它应该是要很飒爽的呈现，就是嘎吉德亚、香菜跟猪脚的，就是该怎么讲，很中性、很帅气的风格吧。然后最后我们定案才是最后这个风格，我真的觉得天哪，好想把白色的穿在身上哦！如果1个月内有30件算是承担的话啦，真的就可以精明干练外套让大家穿在身上，然后连猪猪也有1件这样子，好期待。对，不过大家还是算是量力而为，对，大家也是量力而为，因为还是不希望大家就是订了外套之后，然后真的睡公园哦。可爱风格只有他娃能驾驭，我也这么觉得。接下来那个点开就有那个预购网址，欢迎大家预购起来，满3件的，对，满30件就可以实体化了。那如果说就是刚好这个月大家可能就是觉得说不方便，还说因为刚好我们前后刚好卡了很多的活动，大家其实荷包紧缩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之前有跟厂商讲说，我原本是预定要在明年开启这个联名活动的，对。然后因为我跟他们讲说，如果在11月的话，我担心大家前面刚结束演唱会跟周边被我榨干，然后后面又要存钱，可能有3周年，可能11月的这个时候可能就不方便好好的大肆挥霍钱包，所以我担心说，在这个月份可能不好达标30件。不过厂商不是抢标，对不起。厂商他们真的也很积极，很温柔哦。他们说没有关系，就是说即使没达标，还是可以，就是算是很方便可以退款给各位面试们。毕竟就是线上刷卡，如果真的没有办法达标，也是可以安全退款给各位。那如果说下次想要再刷一次30件的话，可以等到明年再次刷出来看看。总之他们就是很积极的，希望就是我们这次的联名商品可以先放上台面，好好的宣传一番。对，然后我自己就是考量了一下，想说，也好啦，因为毕竟11月份进入了秋冬季节，特别是这2天，实在是连大高雄工业国也可以明显感觉到早晚温差变得很大，就连我也想穿上厚厚的精明干练外套了，好不好？对，好啦，如果真的刚好到12月初有达标30件，真的也谢谢大家。但是如果真的没达标也没有关系，大家量力而为，还是把自己的生活照顾好比较重要，好不好？这样一说，这种有点对。没错，是特工风，没错。回家之后就可以用关心。评审不行呀，这买上去给我好好的穿，不准上面给我缝什么草字头。然后海豚豚子在上课吗？上课辛苦了。什么加草不加价？你们上去给人家车那个草字头也是要加价的，好不好？不知道好羡慕广义大佬吗？我不知道广义订了几件你们有人订了2件以上的是吧？又在那边偷偷羡慕人家，就是佛心厂商。我觉得就是他们可能毕竟日商啦，他们的应对就真的是很积极，然后很多细节都会好好的跟我们解释一番之后，然后也是会很耐心的等待我们是否真的要合作这样子。对，然后我自己在接洽的过程中，我就是基本上感觉都非常的好，然后积极之外，他们也非常的细心。对，而且接洽过程其实也是非常的方便嘛，便利，就是我们可能海外的这些算是 B-ship 还怎么样？因为毕竟他们的合约基本上是外国版本的，就是日文版本的，
就在签什么合约什么之类的，都很方便我们操作。因为我是英文白痴，对，那即使是英文白痴的我也方便操作，你们懂吗？你要自己缝就不用加价，你们是要缝到天荒地老是吗？轩轩，伊拉塞，你来了，欢迎欢迎吼！不要啊，自己刺绣上去多坏，缝草字头，就我先不要。你们一群都好坏，你们真的具象化再说，你们真的具象化，你们在上面缝什么草字头、双倍草字头、3倍，我不干涉好吗？你们要真的把它具象化才有得玩哦，在那边。对，钱啊，为了演唱会那一次，对，我知道你们都干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人3800的首度资格买1场还不够，买了2场呢，完全干掉了，我都知道哦，好不好？所以才想说，我有跟厂商讲说，哇靠，11月份要解锁30件，我真的觉得应该是几率少，但是我们反正就先把这个合作先放上来，让大家知道我们有这一系列的合作，等到下次可能3周年，或者说明年的生日季，我们再来冲一波看看，这样子好不好？小时候打一个死，等一下，牛妈，你是我军，你是我的友军，你绝对不会背叛于我的，对吧？是我们嘎拉斯奖，这次首度资格跟我装模作样，偷偷在最后一位躲在最后一位的嘎拉斯奖，谢谢嘎拉斯奖，真的从香港飞过来我们演唱会，哇，我们香港大佬，而且Yaris这一条产业链，我真的在1对1的Will Rose 的资格，我们1对1的那个粉丝见面会，基本上我是。但是都是开放给我们的高阶会员，让他们免费可以拥有1对1的序号资格，这样我就公器私用，你知道吗？我就公报私仇，我就一个一个大佬一一审问说，你们的产业链给我公出来，到底是谁怎么样？然后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筹划的？每个都很乖，我完全知道你们的产业链怎么来的，我真的谢谢你哦，好丫丫，你拱出了好多好多内幕哦，我的好丫丫。去演唱会，钱包干了，面也没了半条。不是，亚斯，基本上面线们应该是对你很温柔的，就我所知啊，好不好？你也不知道，什么都没说，很期待猪猪的攻击吗？不要了，我打不下去了，我看到你们开心都来不及，对不对？对，我原本是在唱下说演唱会就是1对1首度资格，我1人1拳。就对不起，我真的我打不下去。不是啊，我看到你们连开心都来不及了，我到底要怎么打啦？我就知道说，就打不下去，我到底是对呀，叛徒是薄荷吗？这我不好说，但是每个人都对我意外的诚实，我好欣慰，你知道吗？真的，我超欣慰的。我在1对1的那个 Wearforce 的那个meeting 的时候，你们都对我好诚实哦，不愧是专辑的面线，我都知道谁陷害我，都知道谁在那边给我藏秘密，我都知道。薄荷，也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薄荷，你好棒哦！那时候去都会说鸭老妹这边没吃饱，不可以回去，没有错，涛啊，我们面线式的招待，就如同大高雄工业国式的招待一番，是不是？每胖3公斤不准回香港，是这样子的。说好的文 A 呢？没有，我没有说我没有答应你们文 A 哦。什么被猪猪揍吗？不是，默默犬，你冷静，不是那个都是他们在造谣，没有啦。我是说我很想揍他们，因为他们很皮，他们很爱欺负我。可是当下就是在握手会的时候，其实开心都来不及了，根本揍不下去，好不好？每个都想好好的，每个都想好好的训斥一番，可是揍不下去是因为真的太开心了。对，水灵宝贝。那个布鲁斯真的很坏，那个布鲁斯真的太坏了，你知道吗？就明明有这么多名称，他可以讲他是公主，他可以讲他是，我差点要讲公车，对不起，很难听。但是他可以讲他是公车大佬，他可以讲他是 Mossy， 他可以讲他出号机，都可以。大学姐100万订阅 VTuber 都可以，为什么他就跟我讲那什么鬼布鲁斯？我这边想半天，想说。因为你们记不记得，就是除了 Mossy 之外，之后还有一位
观众他也叫做布鲁斯，他时不时会来，但最近比较没有来。然后因为我想说我的配信时间可能就是比较鬼畜，大家可能就是这个时间没有办法好好的上来跟大家互动，但是也是挂着第一台。其实这些群主这些族群也蛮多的，我就以为是另外一个布鲁斯，结果他就是公主本人，我根本气死我了，你知道吗？超坏的！没有啦，我没有套你们话呀呀，我也没有套薄荷话。我没有骗你们啊，薄荷宝宝的手好软，还不想洗手。雅晨，如果你从握手会到现在都没洗手的话，你下次来握手会，你给我戴手套，知道吗？要不然下次我跟你握手说，我把你那层皮扒掉。我跟你说，今天真的没吃饱，回旅馆的时候逛夜市买东西说到这个，我那天其实演唱会结束之后，然后就是 Double 老师有带猪猪去吃好吃的台北市的肉燥饭、卤肉饭之后其实我还是有跟我姐妹去逛夜市，还是有就是好好的享受放纵。对，因为毕竟我为了这次演唱会就是热量控管还蛮严格的吧，所以那一次就是完全解放。每个人手都被迪卡捏断吗？我很想，假面先生，我真的很想，我真的是，对，就是我们积怨已深，你知道吗？有多爱就有多恨，你知道吗？可是握手会当天，我不得不说，我开心到，对，就是开心到一直傻笑，你知道？就公车到了好像没问题，对呀，公车也没问题，不是嘛？我们布鲁斯毕竟红花大闺女的，说人家什么公车不好听嘛，对不对？然后现在也没有人吹，对，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水灵会帮我认观众或大佬，你知道吗？所以我就想说奇怪，水灵也没反应啊。我想说，水灵没反应，那是不是他就是新观众还是怎样？你知道吗？气死我了！单纯的布鲁斯菜市场是不是都很故意啊？怎么个工作完手脏死了吗？好啦，要乖乖洗手和牙晨，不是太累了，你真的好陪鸭老公夜市吗？好，大家辛苦了。然后真的要再次感谢大家那天对于罐头塔的照顾。除了对于鸭老的照顾之外，我要谢谢你们大家对于罐头塔的清运，真的是被其他 B 鹏鹏夸奖到不行，一致夸奖我们家面线素质高、颜值高、超级优质，真的谢谢你们，好不好？我真的是超级感谢你们大家，你们真的是实现了我想推广本土文化的其中一个里程碑耶！这个罐头塔出现在演唱会的会场，我是他妈，你们都是我的骄傲，你知道吗？太感谢了，真的是太感谢了。是吗？沉溺在名为温柔乡的陷阱中，是这样子吗？我觉得我不止温柔，还很真诚啊，薄荷。大家都想被猪打，可是对我真的没动手，我动不下去了，因为看到你们真的太开心了。是不是没有？对你的美丽怎么没有感觉？阿姨是你怎么没感觉了？是这样子吗？你需要徐逆宁滴剂哦。什么？这出公车怎么了吗？没有公车，就是如果说就是去讲一个女生公车不好听啦，懂吗？那不是大佬，只是一个小小的观众吗？盛红说啥呢？谢谢你也抢到了首度资格哦，盛红也想骗我哈。刚刚的话差一点，因为头发有褪色，我看到一点金发。我鸭老，其实我在最后一刻我有猜会不会是他，因为我其实还在期待他会不会真的有飞来，结果就真的有飞来，只是因为我那天有跟鸭 S 讲说，我内心无限在尖叫。我那天其实接到鸭 S 的1对1的meeting 的怎么讲？那段时间我就是一直在对鸭 S 尖叫，我把我那天的情绪全部都放在1对1时间内，你知道吗？然后总之鸭 S 觉得我那一段时间很吵，就在1对1的那个5到10分钟超吵的。然后我有跟鸭 S 讲说，我有很多反应不太敢太过直接，是因为旁边的工读生看起来很饿，他看起来很想下班。因为旁边的工读生他就是在等我的那个首度会结束嘛，然后因为每一个首度资格其实我都有偷偷帮你们顺延2到3分钟，我相信你们应该都有感受到。然后我其实一直在看旁边的工读生，他们看起来很想下班，所以我不敢尖叫，因为我觉得我再尖叫下去，我可能之后会变成黑名单的，你知道吗？
之后像诸如此类的演唱会可能就没有朱迪卡了。我是为了我们下一次铺路啊，你们知道吗？不能尖叫。他们看起来很辛苦，他们看起来很希望我快点把首都会结束，他们看起来很饿，他们看起来想下班，你知道？所以就是对我很收敛，我真的把我欣喜的感觉收敛的至少一半以上吧。但下次有机会的话嘛，那小伙伴，没错，你们清运的过程大家都夸到不行，我一定会再上下一次的企划书，我是认真的，好不好？你们在我推广本土文创这条路上真的是我的推广小能手欸。如果金币奖还有再下一次的话，我一定帮大家把照片放上去，好不好？好不好？这条相辅相成的路怎么可以没有你们呢？阿月饼，你说是吗？阿月饼，因为大家看到漫画吗？我漫画看完了，阿月饼。然后总之，我们这次 FFK 顺利抽中了，啪叽啪叽一下。对，然后总之要感谢我们去年的小帮手，我们原班人马会出现在我们 FFK。这次的摊位呢，你们放心，我不会再让不是阿英师，对不起，我不会再让阿月跟黑象书记官上上下下了。我这次很聪明的，有填2个摊位，好不好？不再是只有1个摊位。我真的去年菜比吧，我真的想说，我的周边可能也不太多，我填1个摊位就好了。我殊不知1个摊位这么小，我真的是很抱歉。那个时候阿月饼跟柚子真的是上上下下，你知道吗？而且阿月饼跟柚子上上下下的照片，我也有放入那个金币奖的计划书当中。你看，能够入围都托你的福啊，是不是？能够入围绝对是因为你们的照片啊，是不是？我就只有出1张嘴而已，好不好？然后我追一下聊天室，老师还听到阿英是被哭。不会啦，我怎么会哭呢？我怎么会哭他呢？对不对？我听他老婆有对，然后我还很直男问他说有用力吗？对，你们这些臭直男，其实我的力气很小，我真的，其实我的肌肉只是顶多就是有下火作用，其实我力气很小的好吗？徐婷婷看你，水差点喷出来，有人想说应该一开口就会被猜出来，没有，哎呦，反正那天你们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要蒙骗过我。我那外套你还不知道怎么弄，那会有看不懂怎么申请吗？哦，好，总之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可以慢慢研究啦。谢谢深红，我是都会光明正大的，对我光明正大一直聊，然后旁边工读生一直在看我，我真的很抱歉，因为你那都被降噪的。对啊，因为其实有一点像是1对1的后日谈，就是把跟大家当天在1对1的现场的后日谈，我们把它挪到了就是首都会的后日谈啊，把它挪到了1对1，所以我那天1对1的就是高阶会员时间，其实也真的是大聊特聊，时间也是聊不够的那种。我也跟聊天时间还很久啦，对，其实那天我有稍微算了一下时间，我们正式要快点撤离的时间其实还算充裕，所以我才有刻意帮各位把时间都顺延大概2到3分钟。对，所以你们应该有发现，就是我稍微的有故意跟你们多聊一点这样子。对啊，这位又出来了，我们才讲，然后人就到了。我还来不及把它 ban 掉，说等一下他刚刚说了什么，我看一下哦。已删除讯息，猪猪，我是刘奕晨是谁？刘奕晨是谁？好，总之谢谢水灵，我还来不及把它编掉，它就出现了。好，这个就是稍早就是艾莉酱的频道有出现的这一位，然后也谢谢今天有降落下来的艾莉酱，然后木木犬，还有我们的月月，然后我计划书放了很多。对，我们计划书呢，没有意外的话，我们一定会在下个礼拜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公开。反正呢，我是打算在金币奖颁奖典礼之前好好的公开一番啦。你们逃不过的啦，好不好？我里面放了什么东西，我们都公开、公正、公平，好不好？没有在藏的。然后为什么那天上面都有说一开口就会被认衰？对呀，我想说奇怪，这位最后一个观众到底是在，就是因为你太神秘了，所以我其实有猜到50%以上会是ERS，因为你太神秘，再加上彩彩跟小天一致的摇头，我真的觉得他妈你们是 say 过吗？你们摇头的方向也一模一样，你们根本 say 过就只差那天没有人录影下来精华它，你知道吗？虽然说我不能被录影，但是当天我的视角，
那个当下我真的很想把它录起来，你知道吗？哦，这是他们要左左右右了，没有错，没有错，雅琛。谢谢他说哪有脏东西，那个真的是超级超级加分的好不好？谢谢阿月饼去年跟柚子的努力，还有米娅，对，而且这次基本上也是会请米娅协助猪猪，就是如果有一些剩余的周边，我这次完全就是委托米娅，就是应该说未来啦，如果有通贩的话，可以正式委托米娅成为猪猪算是通贩平台的负责人了。对，这个之后我会再找时间公告，好不好？然后这条路上遇到了很多很多很棒的朋友，还有很多很棒的缘分，你们都在默默的帮助猪猪。对，全部在我整理经理长计划的时候一目了然欸，就是真的觉得有踏进来真是太好了。对啊，就是即使很忙，个人是很累，但是也是每天都很期待配信的时间。这不是练握力，我其实力气很少啦，缺德的三哥。就握你手好像没用力，我就说我其实力气很小嘛。对啊，我锻炼身体其实是为了身体不要发炎，能够陪大家久一点。对啊，然后爱漂亮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然后水灵只是个剪辑师不止，好不好？水灵就是当初精华的剪辑啊，然后还有跟牛妈一起文字的润饰都非常的感谢。其实当天跟他聊天真的很紧张，在美女面前很难保持平常心吗？哎呦，真会说话！盛虹下去领500，谢谢。盛虹那天很像那个水晶批发商，因为全身上下都是水晶。工作人员，我真的很抱歉，但是我不要。对，我真的很抱歉，但下次还敢，你知道吗？我真的很抱歉，我知道这工读生很想下班，一直盯着我，让我快点下班。但是对不起，很抱歉，下次还敢，好不好？然后他已经死了，你说那个谁手速超快，好 OK。他已进入什么乱葬岗 OK， 这我在杠上，所以说那个人的名字啊，原来如此。好，毕竟我是边缘人，其实我有很多就是 V 圈的内瓜，不晓得最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对，总之如果我不知道的话，欢迎大家科普我一下。你再出现一下，我看看。然后看你今天有没有空做公开配信吧。好啦，我觉得12月初应该有时间吧，应该啦，好不好？因为很明显的下个礼拜应该就是要做团扇，然后对啊，那天彩彩跟小天超级同步，我想要奇怪你们一定 say 过，这个是 say 过吧？他们超坏的，那么压老是新人，你看超坏的，真的，对，都是我的骄傲，那个骄傲，我很欣慰。你说的比较少，就是都是你们在用的，没有，就是我觉得至少牛妈可以帮我抓错字，这个也很重要，好不好？只负责谋，你知道你这个负责谋也是很重要的啊。你一个 I 人啊，当时在什么猪猪面前皮皮错，不是你们真的误会他哇了，他是 E 人，他完完全全尬聊，完完全全跟在 Play One 的状况不一样。我真的觉得他当下被盗账号，我心里想说，哇靠，你是他娃娃吗？还说你他娃的朋友娃娃塔？你其实是娃娃塔吧？他娃的朋友叫娃娃塔，这样你 I 人在猪猪面前不？阿月，我还没跟你算账。你跟我说什么彩彩不能来，就他后面就出现了，被我马上认出来。现在跟小婷有一腿啊！我是这么想的啦，但没想到真的，我好欣慰。兄弟，傅姐剪辑哦，有没有负责美术编辑？有没有？对，没错，左帮右臂非常重要，没错，缺一不可，没错。长官，你说你也爱我，真想把你 ban 掉。但话是迪卡频道的得记住，没错。你们不要每个都 I 人，不要欺骗我这个 E 人。他哇，线上是 I， 线下 E， 没错，认证好不好？ I 人吗？好，水灵宝贝那天真的很可爱，有认证 I， 真的，因为他很慌张，可是他就是一直很努力的想要协助，对，然后就是跟米娅成为了一个非常极端的反差。米娅完完全全感觉就是老熟了，你知道吗？他完全知道下一秒要干嘛，完全知道说可能要怎么讲，下一秒流程什么之类的。对，我想说奇怪，他是长跑演唱会吗？他长跑后台吗？然后水灵宝贝一开始很慌张，但是他之后就是有抓到那条线。对，总之谢谢当天2位小精灵，真的你们都很棒。然后看到春花你被骂，我就觉得阿月在骗我，因为他连续2场在很前面就跟我讲说彩彩不会来了，然后这一场你有很多人要认呢。哦，超呛的，你知道？对啊，我知道彩彩本来怕赶不上，但是
我觉得最感动的是我不知道彩彩原来签下去了，我不知道他签下去了，你知道，因为之后才知道说原来他签下去了，还赶过来，从东部赶过来，我其实很感动，你知道吗？你们这条产业链真的是很坏，但是也很令人感动。诚实的说，昨天测试完不小心转职。好啦，你这个 E 人干嘛转职成 I 人呢？那是你第一场Wherefore 跟猪猪很可惜吗？没有关系。可是我觉得浩浩老师那一场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因为我刚好浩浩老师的下一场我就金鱼脑，我就不晓得说我就以为我全部卖出去了，原来还有一个时间根本没有卖出去，我自己也不知道。然后我就以为那个时间是别人的了，然后殊不知那个时间根本没有人认领，有没有？刚好很巧妙的是浩浩老师在那个时间以前是连线不进来的状况下，所以就是稍微有把时间还给浩浩老师，然后还好也没有就是耽误到接下来 Willful 1对1的排程这样子，大家都把后事处理好。然后也谢谢浩浩老师把猪猪的猪脚的头饰做的这么的，それが丈夫かな，非常非常的大吉别那讲就安娜丈夫それは何なんでしょう？台湾語は何なんでしょう？丈夫非常的坚固吗？还有就是夹上去都不太会掉，很感谢。对，反杀小精灵米娅超棒的，还主动打招呼。对，我觉得我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工作会渐渐就是委托于米娅，等到就是渐渐大家都熟络了之后，然后可能会再正式的发一个公告之类的，好不好？对，总之现在就是渐渐的慢慢的就是有一个合作形式出来这样子。没错，签了。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他签了，然后他也赶过来演唱会，我真的很感动，你知道？要去什么买封锁 CF， 但你要把摊位位置还不准进来，不要叫了。说到这个阿月饼，就是这次的摊位要麻烦阿月饼跟黑箱书记官之外，我还是会提供就是非常非常本土的嘎吉德亚的桌垫，麻烦你们再铺上去布置一下了哈，谢谢你们。然后线上1线上 I 吗？雅晨，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我实在是无力吐槽你以后，雅晨，他也出来冲上来，不会是我们彩彩？对，你们高知要买，结果他没买到吗？没有关系，我知道高知老师有来，对，不管你们买什么样的票种，我真的都谢谢你们，因为这次我们试水温的这个情况下，其实我们4位成员也很紧张，可是我们得到的反馈，真的就是你们的热情，你们的肯定。让板板已经确定要办下一场了，会在明年的什么时候，请静待我们的通知，好不好？学长你好开心，学长，而且学长真的超高挑的，学长完全就是林学长的霸气，那个林氏霸气，我真的很怕他给我拼图，而且我要谢谢大家那天给猪猪的任何的礼物，你们等我想要一起开箱，一起露手拆礼物，好不好？对，虽然说那天就是忙着跟你们聊天，可能没有办法细看礼物，甚至有些谁送的礼物，可能还要在当天配信的时候确认一下。但是我想要好好的，就是一一在配信的时候一一确认这是谁送的礼物。请等我11月各个联动还有各个工作把它消灭掉之后，我会再来挑一天良辰吉时。我翻个农民历可以吗？以示我真诚的谢意。好啦，反正到时候会再开个露手配信，开箱大家演唱会当天的礼物，好不好？这边是签了，是指那个的签吗？是啊，国军 online 的那个不是吗？对，就刚好空下来可以补上去哈。没加个加，就国军耶，没有错啊。你一定是个 I 人吗？我追不到聊天室，广义真的是个 I 人。广义其实我发现他当天很想有什么话对我说，可是他就是广义，你那天为什么一直看着我啦？广义，你那天什么都不讲的，一切尽在不言中。那天广义这一切尽在不言中，他就一直看着我，然后我就一直想要问他说：“你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吗？”然后他就是还是一直看着我。好，广义真的是个 I 人，认证了，真的，你不要沉默。我就是要沉默，雅晨，我下次的握手会就是要这样沉默，让你尴尬。
亚拉斯酱，你怎么会是 I 人呢？你这个小坏蛋，偷偷从香港飞过来骗我！但是我谢谢你们，形象在猪猪眼里已经变了吗？不会啊，一样是非常真诚的、非常专情的面线。不是演唱会的票老是meeting 的票，他以为卖对不起，我也以为卖完了。浩浩老师的下一棒其实是没有人认领的，但是我以为卖完了，这是我的锅。但是我觉得公平请见，我就也没有再把卖场放出来。我想没差，就只剩最后一个场次，我想算了就留给自己。结果刚好没想到浩浩老师的那个时间刚好出了一些问题，所以下面刚好有一些比较可以补救的时间哦。天时地利人和，都不敢站在学长旁边，他太大只了，对他真的是对人高马大。然后等一下还没开箱，对不起，对太忙还没开箱。那我当下有花时间让猪先看事，学长在那边有，对学长在那边真的有微压，还不是故意的。我知道广义不是故意的，而且广义默默的就把很大的立牌拿过来，然后示意要猪猪签名，然后签完名之后，他就一直看我，然后就一切尽在不言中，看着猪猪让猪猪尴尬。好，你做到了好不好？还不知道说什么。好，安医师，你 OK， 我知道下次怎么应对你了，好不好？我会帮你想话题，好吗？对，广义真的是腼腆哦。笑容伊拉塞，你也是 I 人吗？哦，我们下一位。反正回被足比比爱也 I 了哈，你要骂你最好是个 I 人。我觉得自己是个 I 人呢。好，我觉得薄荷真的是也算是腼腆 I 人，这个给过。但是你骗我彩彩的事情，你会被我记一辈子。你都被迪卡凌压震晕了吗？别这么说，马克先生那天也很腼腆，马克先生那天也超级腼腆的。然后接下来没测过吗？你可以测一下啊，搞不好意外你是E人哦。这他跟老婆四目交看2分钟。雅晨，下次我给你5分钟，我要你尴尬到死，知道吗？我要你尴尬，你就得尬，知道吗？是 I 人，爱猪猪的人哇！阿恰，你被盗账号，那边是米娅叫你拿上去签吗？哦，说到这个，对不起，我要跳过你各位尊爵不凡的留言了。等一下，我想确认一件事情。调停者吗？牛妈是调停者？你确定？然后你是个穷人吗？不是二嫂不是穷人，别这么说，你是我们年资位居冠军，已经要到40个月的大佬了。你跟我讲说你穷人，你到底怎么回事？我想往往沉默就沉默，不是为啥？不是因为雅晨太调皮了，你知道吗？说到这个，我想问一下，因为一开始我们在那个原本是想说那个罐头塔很像5场要分掉嘛，但是因为5场大家都忙，可能又要马上去排那个晚场的队，所以5场可能就是罐头塔没办法就是拆解掉。但我觉得是 GJ 耶，因为其实以整场来讲说，因为如果说5场就把罐头塔拆掉的话，晚场的人可能就没有办法细细品味您各位准备的金梦干练罐头塔了。所以我倒觉得晚场再分掉真的是很棒很棒的一个决定。那可能就是算是美丽的错误吧，就是算是可能刚好5场原本大家要拆掉，但是因为没时间拆，就顺延到晚场才拆。然后一开始原本就是主办单位通知说5场原本要拆掉的，目前就不晓得有没有人是要去拆它还怎么样呢？然后他们就想说确认一下我们这边的排程。然后米娅就有帮我联系就是面线们说那可能目前5场没有拆的话，那之后晚场可能必须要请大家快点拆掉之类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配合非常天衣无缝，因为之后5场没先拆，那晚场的人可以来观赏一下这个金蒙干练的完整之外呢，晚场其实在拆掉之后也是顺利的把所有的饮料都发完了。那我想请问一下，当天就是提出说要把饮料配发给大家的这个点子是面线一起想的还是米娅想的呢？我一直忘记跟米娅确认。对，我一直忘记跟米娅确认。昨天那个抓小蝴蝶的，我说我可以，实际上你不行。牛妈是自作混乱的人，好扯，40个月，我也觉得他超扯的，好不好？我好像是预计晚上才分。所以是阿印师，就是说不然就是晚场，在大家可能首都会的时候。就是一排一座是这样子吗？红场大家喊安可的时候好紧张，我也很紧张啊。Ellen 伊拉夏也谢谢 Ellen 那个时候出现在首都会。本来想说5场先拆一个，米娅也算面线，对啊，米娅也算面线啊。
然后米娅那时候也就是快点帮我联系面线群说，哎，就是5场可能来不及猜，那晚场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形式去计划，比较不会就是影响到清运的这个排程之类的这样。一起发是米娅他们提出的吧？哦，我的天哪！总之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天衣无缝，就不管是米娅、水灵还有面线们，就是在这些非常需要机动性的，该怎么讲？这些配合吧，但我真的觉得大家都好厉害哦，就真的有你们，就觉得说自己很幸运这样。对，然后那天的配发，然后那天的清运，然后反正就是真的被 B 鹏鹏非常的夸赞，非常的赞同。对啊，就自己就觉得超骄傲的啦。就很像自己是代班老师，然后我们班的面线班的大家都非常的优质，就是不只是颜值优质，然后就连各方面都优质，这样子素质赞啦！哎，松松老师你大赛，午安午安，欢迎欢迎哈！我们今天是推广，就是我们非常优质的台湾条漫台主配信中的配信，然后基本上我们刚刚已经带领大家阅读完中文版本、国语版本，还有就是台语版本的部分。欢迎大家在下方连结，对于这个优质的台主配信中这个非常优质的条漫有兴趣的话，欢迎把下面非常优质的连结点下去。我们现在也进行了非常优质的投票活动，欢迎大家投起来，谢谢大家。然后大人说神都说你是低人，是滴滴的意思吗？本来自己分一分就拿到桌子上跟工作人员说大家发一发，而且没想到晚场发一发，因为晚场人其实比较多齁，然后大家其实认领大概几罐回去，哎，刚好也就发完了这样。直到我看阿广第一句话就是我的烧麦，对，就看到港式饮茶师傅出现，当然是要先讨一下烧麦，难道我要讨马蹄条吗？还是什么马来糕？而且我超爱吃马来糕的。猜着猜着就一起发出去了，好像临时想到吧。感谢工作人员超配合，真的。我那天应该带烧麦给啾啾的吗？我真的想吃啊，我是认真的，因为我是个吃货。你们如果带什么烧麦、马蹄条、马来糕，我是真的超开心。感觉应该要吗？我也这么觉得。原来是小学得到荣誉班哈，对，没有错。对，而且我们有那个什么荣誉的那个什么表彰还是奖状什么的，然后老师就很骄傲啊。我是代班老师朱蒂卡，好不好？非常好条漫，发到最后只剩下7罐饮料吗？挺刚好的而且啊，就是大家把饮料带去吃热炒什么的也是刚刚好。然后冷掉什么的，开玩笑，阿印师出自阿印师之手，就是冷掉也好吃，好不好？对，我真的超爱吃港式饮茶的，相信我。好啦，那とりあえずいろいろありがとうね。真的，各方面真的谢谢大家。对啊，谢谢有你们，感谢大家，非常非常的感谢，好不好？然后我看一下时间，来到3点22分。来，我想先去摘个花，你们等我一下哦。在这个摘花的同时，我又要带大家来听听朱蒂卡原创歌曲。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待会见。等一下，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然后他怎么不见了？说好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呢？等一下，怎么可以这样子？好了，有了。我想说奇怪，有了哈。好啦，我要去摘花了，待会见。千年的孤寂，煞来予人拍醒。特殊的香味，不是靠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自发的初心。我世界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鼎内底面线放开，掺着颜色，吸引着我的心，紧注意。红仔来吃，只有一片土地香味，
予望拍醒，特殊的香味，不是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是个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鼎内底面线放开，传着烟丝，吸引着我的心，赶紧注意。巷仔内这只有一味土地香味，真甘事，敢有需要搁再提起？回来了，回来了。等一下哦。好，BGM 放出来。但是我就坏这样子吧。没错，身为一个艺人，我们坏坏的，其实也只是刚刚好而已嘛，不是吗？好啦，谢谢你们。哇，今天刚好我们12点半开台，跟大家聊了3小时，差不多。好啦，我们差不多接近尾声，然后。感谢这一次很开心，我很开心吴昕回来了，我真的很怕看不到他，你知道？拜拜啊！所以我们老师你赶快加油，然后身体要顾好，好不好？对，期待老师下次有机会再来猪猪这边玩，然后也谢谢吴昕的邀请。OK， 然后等一下我把行事历的这个任务完成，打一个 OK， 好，然后。如果我下次见面跟猪猪求婚嘛，这该怎么说？让其他老公的老公会吃醋的，其他老公会吃醋的，是吼三思啊！好，你们乖，对，你们乖。虽然说演唱会结束了，但是我还是希望陪伴大家长长久久。对，3小时，对，差不多，我要让喉咙休息了。然后来找一下下一个可以降落的老婆。降落的老婆，我看看哦。谢谢你们，谢谢。然后不嫌弃的话，在猪猪难得礼拜六可以出现后，因为这次彩虹基地歌会很开心，是紫色的代表，我很开心成为紫色代表。那欢迎大家不嫌弃的话，就是礼拜六猪猪会在4点的时候。就是出现在自己的频道啦，然后负责紫色代表的这个30分钟的接力歌会，谢谢雷米利亚的邀请，然后也很开心，就是这次就是算是接力歌会的成员们真的都非常优秀，都是美声组的，好不好？非常的美声，对，就是基本上从1点开始，每一个都不要错过，好不好？每个都非常厉害，很能唱，很会唱，好不好？罐头塔吗？怎么会有呢？说啥呢？有那种彩虹接力歌会，对，然后明天基本上我是排休，然后我会尽可能的把自己的工作能够完成就快点先完成。这个月开始的确是比较多很难得会出现的联动，对，很难得出现的联动。那总之，好，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玩，然后也很开心可以出现在晚上非常我没有办法出没的时候。
然后更感谢这次金币奖可以有4倍的入围，让猪猪可以参加这么多的联动活动，然后认识了这么多很优秀的入围者之外，然后也谢谢公视筹办了第2届的金币奖，更感谢评审们的青睐啦，真的入围的大家真的都很优秀，入围对我而言真的就是非常大的肯定了。然后我看一下，没有意外的话，如果明天没开台的话，礼拜五希望有机会见到大家。礼拜五没有意外的话，就是我自己安排歌回，如果没有又被其他工作耽误的话，基本上会是歌回，好不好？啊，是诺诺，我跟诺诺聚餐，诺诺超香的，抱好抱满，好不好？大抱抱，诺诺，爱你爱你。这不是我们骚球吗？骚球你完蛋了，你要被女装了，你知道吗？在你消失这段时间，你被卖了，你知道吗？对，内线们没有，诺诺马上来呛虾，你没我有啦。午安，背后伊拉在，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谢谢盛虹送出一个汇集，感谢感谢。然后也稍微公告一下，这个礼拜剩下的配信就是可能礼拜五会有一些随性歌回，然后礼拜六会有彩虹接力歌回，然后下个礼拜26号的晚上，猪猪会很稀有的出现在公视频道，那天是金币奖原创曲入围者的联动，晚上8点，就是很稀有的出现在那边，然后但是可能也是会可能9点或9点半先离开，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好扯哦，马上杀中谢谢盛虹送出一个汇集，感谢。然后我看一下下个礼拜4的晚上，没有意外的话，冒险者公会的驻唱，11月份的冒险者公会的驻唱会是在下个礼拜28号晚上8点。然后这次结束之后，可能因为太忙碌了，所以我们高几率可能12月开始就暂时不会有驻唱的一个活动那我看一下，好，紧接着下礼拜五，也谢谢阿恰送出了一个汇集。好，紧接着下礼拜五是金币奖年度最佳女 V 的联动，也是会出现在公视也是会出现在公视海水浴场的频道，也是晚上8点总之这次入围者的联动都是晚上8点，然后你们可能会看到我4次啦，很烦，我知道，对，还是看一下因为我也想跟大家玩很烦，看到4次，对，但是我觉得很烦，要出现4次，谢谢大家。等下次还来，肯定进来就是的频道方式说没有，你没有走错骚球你重新进来，你还是得被卖了，你知道吗？你被他们卖了，知道吗？好了，而且刚刚讲到我们家面线，我真的见到大家好开心就是真的希望哪一天，如果就是在这个圈子的 VTuber 已经不是 VTuber 的时候，哪一天大家已经转变成可以用真正的自己活动的时候，然后 VTuber 不再是 VTuber 的那个时候，已经开放到应该说 VTuber 产业大家已经饱和到，或者是转职成另外一种产业的时候，大家比较不会 care 说中之人的露出，甚至是说跟感情很好的观众聚餐的那个时候呢，我很期待有那个时候可以真正的在某个餐厅或某个活动好好的臭你们一番。谢谢马克先生说出了一个汇集，好不好？那这条路上谢谢有你们，对我真的很充实很踏实，谢谢。所以到底是谁卖你吗？太多人卖你了，怎么办？烧酒好多人卖掉你了，怎么办？也谢谢马克先生再送出了一个汇集。如果玩的类型差不多，是要提出20个。他哇，你知道的太多了，就是因为这样子，我最近脑袋打结，你知道的太多了。我在这牵这个飞线，对我跟你讲，今天卖骚球卖最凶的就是他哇，你自己去补档。他哇，我实在是这个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藏，这实在是卖太凶了。牛妈不要乱讲话，你们继续飞险吗？是吗？妈妈救我，雪哥你别躲啊！感情真好，我好欣慰。飞雪就是他了，去找他吧，他卖你卖的最凶啊！好啦，先这样子。好啦，我现在要看降落到
那有谁那边去哦？我看一下。好，我们今天去找牛肉肉好不好？我们谢谢上次牛肉在猪猪登录进去跟茄子带大军，就是拍照留念我们游览车大军下车尿尿买土产的那个时候，我们牛肉带着嘎吉迪亚赶过来了，真的超级可爱，我看到他超开心的。来，我们降落过去跟牛肉打个招呼，大家注意礼貌哦。然后也谢谢牛肉那个时候提着嘎吉迪亚跟我们认亲哦。来，我们一起过去找牛肉吧。牛肉是我的友军，不是你们的友军。好，他嘛，你跟骚球一起偷看演唱会的偷拍照片，经由米娅现在在我手上。祝你们幸福。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没有错，车上秘密空间实在是啊死。好啦，谢谢你们啦，我的喉咙真的该休息了。没有意外的话，礼拜五见吧。お疲れ様。それでは間もなくニョロちゃ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閉めてください。我们即将降落到牛肉的频道，5秒之后马上降落。5、4、3、2、1，大家拜拜，大家再见。礼拜五见啦，拜拜。